个网开讲啊，观众朋友都网看，然后我就唔知我咧讲啥物呢。要紧啊，这就是我是 B 啊哦。你即摆看哎呀，等下，我被用抓到啊！诶，无，你要抓啥无代志，好。我无看到伊哩诶，伊哩诶种，伊是一搭。诶，我头马都当，前想，等，哎，跳兴，无代志，我咪伫手顶，无代志。我逐个拢做紧张啥啦？无，两只公司为我只总过来，我实在。无怪我接你下无。有几只大只诶？呀，有穿衫呢？诶，迄只哎，这不，我只找着村民的厝，安尼我直接带内底就好。哎，这不，大掉啊！哇，不好死！我你讲头片物件哦。诶，我有眠床呢。等，我跳，哎，这不，Oh my 来啦！我明就是看伊直开但拢做正常。啊，啥物意思？你是讲是我害的你？刚正常是无呢，我平常时拍电动买啊，哦，我看你含别人就是联动，我看无啊无出街。干嘛呢？诶，我对你的印象一开始嘛，毋是安尼哦。哇，这是真正的我。啊，嘛无好啦。做上去我就靠个单风扇。来，请。哦，我看到迄，哎哟，等我看着伫你后壁那会插一支钱啊！哎呀，哇，啊好，先收起来啊！迄个公司烧起来啊！哇，有安尼有救死吧？伊烧起来，甲伊拍，伊嘛会烧起来呢。我知，加在我无拍着。好，无代志。好，咱总算是天光啊，毋过毋知要创啥。明仔再讲。好，咱今已经开始咧开啊嘛？我开啊哦。我是要给你。安尼我嘛开啊。好，我我哪会听着我的声，还是啥的声？无啦，我咧看阮个画面，就是哦海神的画面，去当下是啊。，OK。哦，你会收着声哦。我惊着，我想讲，要有家己的声抓出来。来小紧调一下，搁调整一下画面，小等我一下。诶。哇，我已经伤久无耍啊！为什么因两个共麦克关掉啊？诶，我咧回我的聊天室。太安尼。安尼我安尼看袂着大家老话呢，我不知道。你是讲你看无大家老话啊？系啊，我见我用手遮机还无人看伊面。老话。
嗯，哦，哦，我听到鸟啊，啊，系啊，古水遐有一只猫咪，鸟咪，耶，人家嘛有石头啊，都有石头，我学的啊，我一礼拜就死啦。我有石头，啊靠呀，嗯，啊，然后看来在卫边，啊，这样安，应该有听到我的声吧？无啊袂，等下哦，好来我开啊，你开啊请讲，好，我开好啊，我耶，先把我的声关掉。好，好，诶，嗯，我搁小调整一下，因为我的音乐声敢若淡薄仔爱想要较细一个。好，你调者，好，安尼应该就差不多。我把我的灯风关掉。哦，好来啊！哎呀，等下，诶，诶，你好，你好，小等下哦，我有看下，你的外形嘛真啊赞呢。诶，多谢多谢，我即摆外形就是我家己的。哦对，你系啊，你有开台话对无？系啊，真几工仔做诶，嘿，总算是讲毋免阁用迄白白人啊。哦，啊，原底迄白白的人敢有啥物故事？无呢，只是较介意迄个角色啊，结果着用到即摆。了啊，我解。就白白人就美国的 Slender Man，哦哦哦哦，哦，穿西装白白啊，落落的迄叫啥妖怪吗？你敢会使叫妖怪吗？无确你怪，定哦。系啊，就是我细汉的时阵就爱看伊。嘿，迄之前嘛有出电动，对，所以我就不了解，我就用甲真几工啊，总算是做好我家己的外形啊。哈啊，你敢会？所以你其实是有介意耍迄恐怖的电动诶？应该是若有兴趣就会耍安尼。哦，喂，有观众讲伊听无，讲有3亿的直播翻译无？啥无呢？我嘛想要找迄有字的，毋过无台语的嘛。哈，我倒，系啊，因为华语有啊，日语有，我平常时嘛有咧用，啊，毋过无台语的。你是台语直讲播翻译我是会使啦。诶嘿诶，嘿？无因为我通看的所在，敢若伤下，我毋知要倒位改安尼。我搁小调整一下，无敢画面呢。希望我袂算甲吐出来。哦，你会翕啊？若看了伤久会翕，啊，毋过平常时也是袂啦。
哦不，过你袂使算迄种，一直海迄种的油条咧。迄种较会吐。感觉哦。你会当看我生理配饰，哇，我迄专门咧地形车的，啊，我生的配是普通啊，毋过看了伤久嘛是。无看过我的画面。哎呀，我毋敢，咱呢一直咧海头的迄我毋敢，我平常时咧拍的时阵拢无讲偌紧，我会飞来我飞去。用行的。小等，哎哟，遐大坑只，系啊，危险哦！要跳落无？迄跳了爬袂出来。真诶。咱来找一个所在。哦，这会使哦，原来这是，哦，这通大哦。嘿啊，迄我看到毋知影送诶，啊，我就直接头大安尼。有影。毋知是啥人诶厝，安尼就直接。而且内底无人呢。无人啊，箱仔内底敢物件？迄我诶箱啊。哦，你诶。原底无，啊内底也无啥价值，你会使去后壁你摕袂要紧，随在你摕。我过来上一个。伊里，在哪里？嘿，哦，多谢，安尼，哦，感谢。开始有这友情的见证。哦，直接伫我面头前带了一只猪。啥？这袂听啦，这袂听啦。啊，咱今仔日敢要创啊？我嘛毋知。我嘛毋知。咱会使即摆来讨论啊。哎好啊，等下哦。我来起一下厝。咱去一下厝。起一下厝好啊，咱来起一间啊，找一个所在去。看要三个人住做伙还是安那？使呀。较平的所在吧。爱找有水的啊，有树仔的，还佫牵几只动物仔来饲安尼。安鸡。哈？恁伫倒哦，看着你。恁伫倒？我咧黑白中。我离恁最近我看着你啊。我看着你的名。嘿。啊我。啊对。啊绿地咧。人咧？对。我伫足远的所在。足远的所在，今日目标是无啊袂。目标是先活落去。活落就好啊。活落去就无简单啊。活落就好，系啊。我就对你走啊。奇怪，为啥物插到我无声？哦，我想讲你声啊无插我。哦，我毋知影咧好啥。嘿啊，我毋知好伫山内。好，去咧好啊，好鱼啊。安敢有？安尼讲有吧？有啦，我是有听到你的声啦，毋过。嘿。我会人无动呢。啥姐？买手倒一条歌，有一间厝用砖头。啊，我摕手有关系。跳我袂晓呢。安尼有啊。即久无算即种无参物件的，我顶回算是啥物时阵？我顶回算应该2-3年进前啊哦，你要久啊？我可能嘛有一档啊。哎呀，真久无算即种啥物拢无的，啥物拢无的歹势。哎呀，都毋是，啥物拢听讲。这路看毋是会上来啊？哎呀，这路开上来。高雄，迄无听过。飞机。安怎？你是毋是毋知会较有物件？我真正毋知。你太知？生活空间，就起一间厝啊！生这大汉诶！你生这大汉？你生这大汉，这个几年啊？这应该嘛10多年啊，差不多。你听过吗？有啊。上无12的款，12啊，控高年出的款的哦。这两件怎甲留咧？哇，下骹足济项。
会看哪遐看？系啊，这是打？迄两只卖太掉，诶，迄两只有路用的对，这间原本就有啊。有啊，还是迄原本就有，伊我想讲都过来当上去的。前就有诶面，你讲你顶摆算是2、3档进前嘛？我会记得伊即几档嘛是出头真济，嘿做啊，毋过这做过固定用就有啊，哦，哦， 10年，诶，这款出10年哦。哇，应该有那哦。有呢，因为我嘛是伊拄出的时阵有算者啊，一直到即嘛。诶，2011年出的。诶，我想讲09年啊，我想了伤紧啊。 2011年出诶，系啊，足少年诶，安尼嘛，比我更较少年诶，哎10呦，多年呢，13年的电动啊呢。哦，我当作你讲你诶观众，无啦，电动啦，这款啦，这个电动啦，毋是啦。13年的观众，我算一下，13年观众， 13，即马11岁，我应该是有一个尔，我拍破去帮的卡片的时阵，有一个香港的，伊讲伊是伊讲抑个读，抑个读国校啊。嘿，差不多13年的观众应该是有一个，我只要是我想到伊尔呢。我应该是13年无的。观众，哎呀，2013他们年，修复，无啦，出生的。是讲13岁啦，毋是讲对伊13年哦啦，，毋是对我13年，我对我13年，系啊，我做风扇还袂遐久。对啊，应该是13年前，应该敢有 VTuber 即种物件？只有伊有咪酷啦，哦，安尼应该是只有米库无啥。甲迄落啥，你有超过啊吧？米库真久以前啊，因讲咪酷是咪酷诶，那也有人讲，对啊，嘛这毋是啦 VTuber 咧，人明明都能睇，毋通哦，毋通哦。阮若是假讲话，连你就出代志。真正会出代志，我甲你讲。哇，现在出代志，是讲米库嘛是？免钱咯，讲结度，咱就是做对，免有免钱的。钱下骹咱地下室啊，2个的。啊，哦，嘿啊，你们家毋过是啥？迄村民甲变公司的村民，啊变公司的村民会使用药水，也是用啥甲伊互换安尼。是够你都有两个。哎呀，稍等一下，啊屁，疼！啊，我用针啊，我用钻啊，等下，我哈，要哦，我要敲，我毋是互你自己，石头的，等。诶，我是互你石头啊，哎，你个我石头，我紧，石头嘛使。啊，倒，好，无问题。我这个，哎呀，无我头先要，是个有，我头先要互你查是啊，哎呀，诶，是啊，是哦，想无过一只，真正有影。米库是07年出的，嘿啊，米库真久啊，控亲你，嘿啊，逐个老先輩，你讲07年2007年啊，07，啊，安尼差不多16岁了吧？因为伊才16岁呢。诶，伊出来时陣，敢若嘛是16歲，差不多。你講啥物？米库，米庫伊啥物時陣誒？ 07年，誒，同我共一張誒，甲你同哦，會，跟你讲会，共體，哎。讲体，我你讲，我连米库做兵我都唔知，啦，應該是會使，差不多意思。係啊，米库嘛算我的初戀呢，哦，電話你有講過，有吼，係啊，我會記你有講過，嘿。我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，伊你較關心我啦，袂要緊啦，无啊，無啦，知影要創啥啦？哇，不要紧拢安尼啊。我都安尼，
咱老人会的感情就是随拍歹去，嘿这样。恁敢有啥斗相共？外口真正怪物足济呢。主播你好，建斌你好，对，买来，你买来，啊，撇，啊，两只枵雄，啊，你想咧起笔恰吧。你刚才会改修吗？我无，妈有会咱无啊，来打，两班爱来打。公司村民无号名，还是无摕物件离开？会胖，会家己无伊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要紧啊，好无伊啊。我想应该是我都救伊啊，嘿我即摆安尼就无迄个真的在调姐。姐，对，安尼哦。水哦，哎，跳，那跳起来。不，哎，就要变伊。有两个人，哟，惊啊一个！哦，啊，这边他妈，歹势，是我家己也着的，你这是我的跳吗？上包都跳有也毋，够白付。我他都在游戏时跳不起来。啊，无我甲伊拍倒转，啊，个伊跳起来，我个拍倒转下骹。啊，莫来！理解。会惊，奇怪，外口人拢摕石头啊烧水啊，毋过我摕石头，哪会感觉拍人都袂疼啊？哎！因为叫头袂听，什么意思？石头袂听，听的是你。我够了，我然后是讲，有的人毋是外口烧水，拢会摕石头来控，摕石头来牵，还是来强悍？你讲现实生活的石头啊？哎呀，我是好啦，讲，基本上用不打。对咧，拢有八达，哎呀，车顶爱有一支八达，安尼才袂惊。对啊，车顶都一支八达没，生命较紧啊。我叫是主角迄黄的八达，毋是迄八达，毋是，我是讲摕迄来烧精是袂？迄才是八，迄个因不了歹讲，八达甲。小强，我知，无讲啊。毋是迄。你老人摕迄共牵只是是游历的尔，是讲要甲人牵来客家人，较会歹惊嘛势，介听咧。给人，哎呀，我咧比较就吵，种太激动，家人较歹势。这样吵给人吵。啊，有吗？啊，我知啦，我毋是有饲猫咪的吗？摕放过了的。哦，哦，这真我讲迄嘛吵真歹势，比较歹势。真是这团啊man，连拍武器伤害袂出来，爱豆点，我都有时间武豆器你讲落了，伊个爱个等迄个者。你毋是有一个十字吗？伊十字下骹会写会有一个，哦，有一个条安尼，有一条字安尼，爱等伊个出来，啊，再个通解释。你等伊填，伊会有一个加号。啊，我看到遮啦，哎哟。啊头啊较好用，哇！啊头啊这若头啊摕出来红掠呢？网打无共款哦，网打无共款。我一开始嘛听做网打，因拢真小笑，这无法度。大家耳仔拢无好哦。大家来做伙带老人院啦！啊，咱即马通过来去游览嘛，是唱卡拉 OK，真正都做老人生活。即马要去嘛？你去庙参拜。嘿啊，挂香啊，参拜照景啊，还是迄休困室拢是大家泡茶啊。哎，有种去讲工厂呀。即马广告有种什么休困站，就是种什么游览车种休困诶，即马讲有啊，有啦，要是有啦，大庙还是迄客运诶拢有啊。有种卖物件的迄个，若上车就会甲伊推销。即马敢若较少啊。较少，毋过要是有。即摆老人拢专台想要鱼出门缸，糟透透，来做伙来
包一台游览车做伙来车顶放歌啊，个四界数。这嘛是盖龙哦波。哦，各位，我要出来见，唔知，我要出来见。到位拢好，到位都好，什么意思？到位拢好啊！通出去佚佗就真欢喜安尼。啊，我要死啊！我要死啊！我要死我啊！叫是讲你咧关心迄绿地伫倒位咧？啊不，不是，无要插伊好。我拢挂香。逛休较要紧啊，佚佗较要紧啊。佚佗嘛毋是安尼讲诶。无啦，不要紧啦。我见咯，我知啦。你知？我毋是，我这在咧拖坑内底，我无法度救啊。你讲比较较残忍，无啦，我哪有残忍啊？啊，我写一个长骹，长骹，真假诶，不要紧。像长骹。我遮有公司呢，我遮一只蜘蛛，伊叫我阿姨呢。阿姨，哈，无啊，伊拢阿姨。诶，我记毋是遐嘛白就好。哈，画白嘛会使啊。好白嘛使。嗯，那讲公司画你阿伯，头要紧。这不，我别。哎，公司应该话变你个较久。我无啊。哎，哇，袂好。公司敢算是我诶。哎，我无会，我年会不管怎算，拢比你个较济吧。无一定啊。都互人争无度。顺手找一个水姑娘做导览，安尼袂歹哦。哎哟，哎哟，大家拢介意水姑娘啊哦。哎呦，若要因兜送嘛是会使，我无要紧，我是有通看就好。哦，有通看就好。嘿，有通看就好，我无要。我有咧坐，你叫什么烫伤药啊？毋是有一个小姐吗？咱就开始直直啊广告无？哎，有人刚才有人小姐吗？韩对，毋是有你讲啥物物件？你靠咧讲啥？就车顶的迄游览导览小姐，就是咧车顶介绍讲啊，遮咱倒，等下哦，咱遮倒边是有啥物庙，还是啥物山，还是啥物海对，迄导览吗？就迄个啊，就迄个。都系导览讲吧，主要是咧卖物件。无啦，无一定啦，无一定啦，拢有拢有。淡薄仔无共，淡薄仔无共。那甲人迄，嘿，无等下，阮爸迄声淡薄仔有时阵会无意，毋知是安那。我吗？嘿，对，你诶声有当有，我要来你诶声一啊！阵一阵。啊，我知我网络问题。无你小调整者。我要来退休钓鱼啊！钓鱼啊！好，迄属是，虽然咱若像无咧分工吼，你毋嘛是会使分者，有人负责迄个休困。像负责休困，我会使去拖空乌炭啦。我已经要一组。哦，遮济，恁骹手哪会拢遮紧啊？公司爱去大肠咸菜当醋豆油做伙炒啊，真香。哇，头迄豆油啊，豆油小姐无啦。团比啊，秘鲁来啉，袂歹哦。有拖呢？有拖啊？哎呀，汤来掠拖啊！掠拖啊！哎呀，拖一只条。感谢啊，你的支持，一定爱啊，一定爱啊！我拍，我看伊啊，袂赴拍。倒位来声，都 Discord 内底声，Discord 内底有。但是我做者无共诶，你要倒一个？啊，我嘛使即摆来算一个。你是伫倒位？我看卖是倒位。等下我，说等下哦，我来打一个。是为啥有迄个声？我看卖是。
伫 Discord 你找一个，有一个饲柳，等下哦，我来找互你。我搭伫个共款拍字讲话所在，考起来，红色考起来的所在就通字啊。红烧兔头，我无食过，我是有兴趣啊，毋过淡薄会惊。你是惊兔啊，无食过兔惊讲啊？迄，唔系啊，惊搁惊伊形，迄兔的头迄不了完整，我就想讲，想要食看觅，啊，毋过会惊讲，看着无熟悉啊，有啊有啊吼。你来做迄个音效的老师好啊啦。你有啥音效看觅者？你会使学白算者。嘿，敢若5个尔款，5个吼。对5个无毋对。5个都，对，有啊5个都通算到有够本啊。我是搁开88箍买另外一个软体。我不是想要算迄呢。所以迄若讲买软体话，伊写个较济就对啊。买软体你就是你要家己用啥物？买啥物声都通，而且你 Discord 有限制5秒吧？我家己用，我用软体会当用到1点钟。1点钟，讲1点钟1点钟拢已经是一项电影呢。系啊。有够啊吧？1点。你要1点钟创啊？我食过啥物特别的食物无？我较特别就食过螺仔的款。会螺仔迄螺仔。螺仔我食过。螺仔不了好食。就是一般的种吧。淡薄仔有我肉的馅味，淡薄仔尔。不过不嘛真好食。多谢。我哪有香港讲话才有礼貌，香港个真尴尬。有礼貌。有这。爱礼貌嘛，无啥问题，敢是？就敢怪伤客气。多谢。无爱直直咧讲伊说，会计拢直直讲伊要去，伊伫咧开台拢无正常啊。系啊。确实是安尼啦，因为我放上时嘛，无讲介正常啊。无正常人较爱看啦。无正常才有人看啦，正常伤无聊伊。是安尼哦。安尼所以讲嘛，我买学一个嘛。你阿袂，你嘛袂。你只教歹囡仔大势。不，阿袂，人阿袂出来活动阿袂。爱先保持迄个，保持你的气质，头脑煞转袂过来。嘿，不要紧。爱先演者。毋是讲演，这嘛是家己一部分的呢。哎嘛对。嘿。无啊，我嘛毋免演啊。保持家己形体喂。保持家己的形体，毋是形体，形象。嘿对。安怎是较舒适？安就迄款型就好啊。有影。即摆有找着迄世界爱，就是我上舒适的型啊。世界爱啊。嘿啊。红金红单还是红拍都爱一个。红金嘛，身体健康。安尼吗？是嘛？毋是？你讲安尼一个嘛？啊？这种爱我买，我可能啊，这款，等。哇，爱甲会唱歌。对，我愈爱我爱甲会唱歌。是啊。来巧伊。技术歹。我肉干好食，我肉干未食过，我够食过，用烘的那会搞。我毋知做肉干物件呢。
萝卜有肉干，迄哦啊对啦，迄毋是，咱来迄毋是送全部咧食的吗？无咧，迄嘛有做人诶，做人食诶。啊，我找看觅哦，等我一下。迄小岛不了济，我去过两逝啊，两逝拢有几间店伫咧卖萝卜肉干。哦，哪会哦，金门啦，金门遐。金门港有？金门毋是无我毋知影，我看觅敢毋是？之前是讲金门甲小西门，我看过绿西门是岛有尔。共。对啊，金门啊，金门毋是高粱。牛吧？无罗啊。罗嘛有，有啊，互你看，稍等一下，我找。好啊好啊好啊，我解读。维持本我就是对。我看我一个拍你解讲绿岛有，嘿，我去火烧岛有看过。你都遐有？有啊我未去过。遐不哩好耍啊，会使去看觅。对啊，我家己咧看看。好，绿岛佫会使唱水。87啊！ 87，系啊，你讲遐贵，淡薄仔贵哦。无你迄间看着是偌济？敢若82就有啊呢？看着啊，有我看着你绿岛诶嘛对无？嘿，对。有油肉干，佫有有呢，萝卜干，海底燕鸥啥？哦，好，我若拍僵尸会拍较慢呢，我过来调整一下速度。哦，绿岛诶温泉嘛温泉嘛袂歹，我还未去浸过温泉，我无唱水尔。唱水嘛，绿岛有通唱水啊。绿岛是台东诶哦。嘿，台东诶。啊，我毋知呢，我想讲绿岛就是一个县市安尼。绿岛是乡。我只看着啊，伊是台东县绿岛乡。对。但是这毋是爱坐船过去迄边。对，爱坐船也是不能机。好呢，我行我经纪人讲看觅好啊。通去一回，遐不了好耍啊，热天气上好耍。那袂足热吗？也毋过好耍，毋过好耍。那啥海燕啊，对，迄嘛通食海燕啊，这我包落，歹势。遐海燕甲海菜嘛好食。还有啥？海燕和菜燕敢有共款？那是共。无共，菜燕是。菜燕是嘛敢若是海菜款。哦，是啊。海燕我记会记，菜燕是海菜做诶，就寒天啊，等下。哦，对，石花，对啊，我看觅者。敢有共款？油菜啦，洋菜粉。迄个。洋菜就是迄种诶啊。石花菜。应该是有共诶款，我煞袂记哩。共款。海燕甲菜应该是共款物件。等，我调着我诶荧幕。初期平安，航爸平安，我看一下，较咧毋是航爸。迄个较大暗嘛，毋是航爸，我看着航爸就歹势。NO 嘛，我看嘛，NO。菜燕NO 应该是。石花菜啊，共款诶。石花冻。确实。安尼应该是共一个物件吧？共款诶。同一个啊。啊，变伊，煞。哦，听着变去诶声。我无代志。你讲迄种诶，所以讲伊行迄啥物件？
好像讲不出迄个什么菜倒一款物件。啊，桃胶啦，啊，迄无共，无，迄个是无共吧，对无？迄无共，迄无共。安尼应该无。头鸟是发伫树仔顶诶。咱海 NO，海 NO 是海青诶，为线分别物。感谢诶，我毋知呢。我看安尼写呢，遐刺激，那我头你看，迄真诶是安尼写呢。遐刺激我讲阮食人诶卫生。毋过 NO 就是食囡仔诶喙烂，嘛差不多概念。嘛是啦。哎呀，毋过我是无食过几个，哎哟，遐悬着。我较无爱食迄呢。我嘛无啥伫食，而且佫贵，毋知贵啥意思诶。应该是讲无好玩吧？毋是讲咱就是伊是咧厝，伊是咧厝诶，还是啥物较悬诶所在？哦，我迄嘛袂当用sit嘛？迄你讲迄叫做啥？大姐，嘿，喏，系啊，迄也无咧用sit诶。哦，系啊，对啊，囡仔拢野生诶才有效。系啊，即马才有我都饲吼。系啊，无人看咧饲囡仔。我用饲诶较安全啊。哦，你是讲卫生方面啊？卫生方面若是用饲诶，应该拢会较安全。抑毋过囡仔无人伫咧饲诶款。我意思是讲安尼较袂讲就是囡仔就是我毋知呢，细汉时阵听讲种有会 种 NO 哦，迄人囡仔已经配喙烂，配到无喙烂，才会有血出来啊！迄偌残忍咧。有人讲这是较好诶呢，这是上好诶。哈，都变态啊！食恐怖呢？对啊。哦，土树接啊，迄拢无共诶，我知。头鸟是土仔诶树诶迄树接，啊，海鸥是迄个啥？嘛是应该是石。哦，够侪项拢无共诶。啊，对吼，食燕鸥，若要食燕鸥，不如去食迄木耳较好。无你甲乌无你，嘿啊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呢。木耳佫较俗较好食啊。无你食猪脚嘛有啊，猪脚嘛有椒，也有胶质啊。嘿啊。不过我听人讲，迄你胶质食着腹肚了，用食无啥有效。嘿，其实有消化器。嘿，对。啊，你家己要用诶，你会定心个。毋过，迄个木耳是真正有效，因为伊嘛算一种菇，所以讲对身体嘛是有较营养诶成分伫诶。那像会帮助消化诶款。嘿，对，迄消化啊，抵抗力嘛会加较济。嘿，对。所以讲食燕鸥不如去食木耳较好。而且无你诶价钱嘛无讲足贵啊。嘿啊，乌木耳曝干诶嘛，无讲介贵啊。我是拢毋捌食过迄高级诶，敢食过木耳。那我会记细汉时阵有种板豆诶种 NO 呢，我看嘛是。哈？有。遐高级？系啊。无啦，伊就是迄种简单诶迄种诶，就是像饮料迄种款诶啊。我看没有。无看过呢。迄是规罐迄种饮料啊。规罐诶饮料？就是像阮啥物炸薯诶，啥物种诶，迄种规罐诶，迄就是假诶啊，假 NO 啊。哦，无种太动物诶。对，应该是吧？我毋知咧，足久以前看着。好啦嘛好啦，上无毋是真诶。我想讲，若是要像板豆规罐，我看过乌木耳汁啊，乌木耳水，还是
梅啊尖迄款诶。哦，伊就是安怎讲咧？即摆应该是挺散啊款，就是像阮咖啡有无？那个嘿啥物果朗咖啡哦，嘿果朗咖啡迄种罐仔迄种型诶。嘿，吼，就是伊就是无顺诶啊，哦，无就是顺呢，无顺诶种按无哦，顺诶，对对对，所以讲较会一人一罐啊。啊，你像哦，揣无呢，安尼应了解，该挺散啊无啊？应该看起来是无人要食，无人爱啊，无人爱因为食因为伊迄种成分无够顺啊，所以讲啊。水分就无啊。原来是安尼，竟然有即种代志。无看过哇！呢，我拄仔麦克拢关咧，想讲我想讲你才无人要现在毋插潲。讲那拢话，无声。你有啥奇怪？有些种无啥，无要插阮。后来应该是无啊。啊，拄仔要回观众诶时阵，我想讲，我麦克去开啊。哦，鱼皮嘛真济，原来嘿，迄动物诶甲迄鱼皮嘛真济，啊嘛有鱼钓鱼卵摕去做做面膜诶嘛有。钓鱼，根本是种诶嘛。诶，钓鱼皮毋是就是迄种英国啥物个多只项？吴国语，魔鬼鱼啊嘛是有啦，魔鬼鱼啊、毋是因为沙白鱼嘛是。毋是有，我会记你讲台湾钓就是吴国语去用的呢。诶，诶，迄是外号啦，真的吗？我看。所以是共因款的鱼为魔啊。要安怎讲？魔鬼鱼啊是魔鬼鱼啊，毋过逐个家号诶外号就是台湾钓台湾诶钓嘿。是安尼吗？哦，毋过钓鱼甲普通诶钓鱼甲魔鬼鱼啊，佫有无啥共款。哦，真的啊？嘿，因为是肉一讲好食，才会使才互伊诶台湾钓安尼。哦，无好食的该开对，除。无好食伊就是魔鬼鱼啊尔。OK，嘿。所以讲有分哦，金钓甲种。嘿嘿嘿，因为哦钓鱼日本食上济，啊，因遐诶品种嘛真济。嗯，我拍着。伊嘿，讲台湾钓鱼，即个名是原本就叫做乌鸡啦。哦，了后才会变做台湾钓是较早乌鸡啦，其实是1946年，哦，一个姓吴诶，甲一个姓说过过诶，诶，哦，嘿嘿嘿为新加坡引过来安尼。嘿。哦，我记得原本诶所以其实嘛毋是台湾诶。嘿，毋是，毋是台湾，我过时，毋是我遐台湾诶。是外国诶。我会记上早期是非洲诶鱼仔诶款，是非洲啊，我才知是新加坡，新加坡，出来的。我找者。原嘿啊，先新加新加坡坡嘛是对非洲引过来。啊，南洋哦，南洋毋是非洲啊，记了毋对去诶款。哦，南洋毋是啦，南洋毋是就是活动迄边嘛，活动嘛南洋啥物是马来西亚遐。马来西亚甲新加坡遐，哦，嘿，哦，原来是安尼。魔鬼鱼仔诶营养分较少诶款，是吗？我毋知。我看嘛咯，因为伊是毋是因为就表的嘛？嗯，就是我看嘛，哦，伊的蛋白质足悬诶，啊，哦，有什么氨基酸哦，嘿，100公克的鱼肉内面就有18.2诶哦，公克蛋白质。哦，安尼食这较会，食这袂肥呢，啊，因为伊的脂肪量足少诶，伊的蛋白质佫足悬诶，安尼袂歹。毋过食鱼仔是确实讲较袂大颗啦。嘿啊，对啊。
比豆奶佮豆腐佮蛤蟆、蚵仔遐个两倍只诶，食物佮较悬诶。哦，哦而且伊佮足俗，袂讲足贵诶。哦，嘛是。就是坑人食鱼，好，若咱明仔食鱼就爱来食用饲的，毋通食迄野生的。嘿，无咱的海洋吼，系啊，野生诶，是毋是讲有一个土味啊？我嘛毋知呢。无是饲的较有土味，因为饲的是无啦，诶，用溪水饲的较有土味，哦，嘿，像乌龟鱼仔就是我知叫好食。伊敢有法度采，就是迄种用海水去饲就插落去安尼。应该有困难，每一种鱼仔食的水拢无啥共。诶，嘿，无，我叫是我断线，我想讲，无大啥，家拢听落来，我世界点睛的是，若无啥就爱饲一个。虽然无啥物啊，笑开，啊，即摆食平乌鸡仔已常经毋是，看到雕是有分金雕甲台湾雕两种，啊，无共款哦。即摆乌鸡仔已经毋是当初乌过鱼啊。即摆有改良吗？有迄台湾上高的就是改水果甲改鱼仔的。我当时要讲，台湾上高的是改别人的物件。嘛毋是安尼讲，是改甲较好食的。诶，改即个大自然的物件，敢敢对？安尼敢有做？应该是无，毋过会较好食。咱品改真厉害对啊！迄水果，我出国的朋往来友，毋是讲愈种愈甜吗？嘿因为啊，以前食种用来无即马佫遮甜呢。以前迄种种瓜、种酸啊，迄啥，原本的往来心拢袂使食，即马台湾是规粒家己缩落嘛无要紧，嘿啊，农产绿绿世界第一，嘿啊，这是有影。就搞甜。大家拢爱食。若好食就袂要紧。好食就无做安尼，改失败就有做。对啊。哦，嘛对啦，失败就是糟蹋大自然的物啊。系啊，哦，失败就即马台湾往来边境已经有做，已经有十几种啊。系啊，偌济咧，拢伫咧下港的款。哦，台人关庙遐吗？嘿，关庙个台南敢若上济啊，我会记你啊，屏东嘛，民雄嘛有哦，民雄嘛有进往来哦。哦，嘉义民雄，嘿，嘉义民雄遐嘛有。我记屏东敢若嘛有诶款，还是屏东果然无尔，我煞袂记。屏东嘛有吗？我袂记，我袂去过遐袂记字，我无去过。我袂去过。若讲要泡温泉，是去北投啊，还是要去台南迄边遐？遐台南嘛有蛇哦。有啊，啊，台南，台南嘛台南有啊，我毋知呢。我嘛毋知呢，头摆听关仔着。岭啊，哦，关仔岭遐就有啊。哦，有听过，煞袂记。刚听过关仔岭之恋，迄条歌老歌，我无听过，我是的，我想到啦。我想看，看者，你讲关仔高岭之雄恋，高雄嘛真济呢。哦，你有宜兰腔？安那？无啊，跟聊环境共款，我会惊着。无啦，毋是迄意思啦，是咱甲报我是销讲好，安尼。我是讲好是好啥？哦，啥有宜兰腔？伊利啊，伊你有？有啊，伊拢讲真，口子尔敢有
够算还是？我叫是人拢是人拢是掠这尔。我俩天送啊啦！我袂掠这，啊，毋是去海产店掠鱼啊！你是？哦，啊，这尾上大只，甲我包起来掠起来。我要现台。现台做沙西米还是煮汤拢会使。我要放现台啊，小等。一尾鱼啊，做3项菜啊！这鱼啊，介辛苦。往来嘛有工厂嘛有介绍历史的，哦，就是种员工的种的工厂。对。伊即阵毋是做伫即种的嘛？哎呀，米粉嘛有啊，迄饮料嘛有啊，还有啥饼嘛有啊，起口嘛有啊。起锅嘛有嘿。我想问者，你是倒位的人啊？我要安怎讲？我要安怎讲较好？因为等下哦，我煞想，我煞无想中，我还要安怎发音？无想到，我虽然讲台语介绍，毋过我绍，煞袂记，用台语我煞无啥会晓介绍。东边的东啊，南坡的南，我住毋是迄人，毋是问即个人。无是，安那问倒一款，总算会晓拍字啊，录者啊。我问这敢若袂使。我会使讲，我是自细汉是学差不多像宜兰腔的台语安尼。宜兰腔的台语，我这还是南投迄边的腔呢。一苍阿曼水水软软，着水水软软，食饭配卤卵。你若袂爽，摕猪肚我的骹喙。后壁一句哦。哎呀，有上尾即句。哦，这我毋知。我毋知呢。我头一摆听过。我无知识，歹势。毋是安尼讲，毋是安尼讲。历史见证是往来。我的观众讲，我咧讲啥物语言？钢厂。这边哪分？这边哪分？我无啥。钢这边哪分？毋是讲，毋是。这边哪分？工厂甲工厂嘛，都是安尼吗？都是安尼。都是安尼念，我看觅一个哦。干嘛？台语的。这台语我煞袂晓分。音有共，意思无共。哦。系啊。这我毋知要安怎分呢啊！这个是工厂甲工厂。哈，意思敢有无共？无共呢？无共。我想要去食。啊，我知啊。这是工厂，这是工厂。工厂。这厂是厂。你先去啊！你先去。原来是无，会晓袂食哦。阮遮有人。今仔日好咧迎新。迎新。还佫咧无用，所以讲还袂食饭安尼。等下，你即嘛是2年还是3年？为什么你在迎新？迎新毋是3年以后的代志嘛？伊可能去食饭啊。歹势，我熟落去。你咸安安。我来听看觅关仔量词乱是啥物？下落去摕猪肚骹喙的部分。哈？无啊，我讲上尾句，无应该是上尾句摕猪肚骹喙的所在。安怎？人家迄做 LE 的。哈？我敢毋听讲毋是 LE， 嘿啊对啊，只常讲 LE 啊，咁会。迄是伊的迄个，袂使讲头壳有问题，伊的思想无单纯。你敢对？啊，无好啊，应该是无讲无好啦。枪区甲原来是无共。
原来是一个敢若是最实的所在，一个是最散片的所在，安尼理解敢有对？一个是种文化，在传承文化的所在吧。哦，我读了册较少。我共款，咱共国诶。读了无济呢。哇！所以明年要去读册。啊，啥或者是单纯无够顺。伊头讲着哦，原来是一个像，一个是敢若一间啊，一个是敢若一个所在款，敢安尼？敢是安尼？敢是这意思？我即摆伫倒诶？我感觉是伫一个真深诶所在。你敢有学着泉州？啊袂，毋过有不了济铁甲重。哇，袂记你迄个做啥？哇，全拢放袂记，连迄个物件或者啥物拢放袂记。倒一个？缀水诶迄物件或者啥？哦，是水卡啦，水库啊嘛。对，袂记你安怎做？我已经做啊。你已经做好啊？好。应该是。我伫厝。啊，这不是难的。啊，难的。难的。迄支无顺。迄支树啊，安尼种伊袂生。安尼袂生啊？我哪一摆呢？当好诶，有可能边啊，袂当有物件动。可以扑人落来扁伊，我说直当树啊，差5格吧。我哪能咯？我正认真听伊咧讲话。哦，读册少，就爱认命哦。有钱，那个是创啥？哎个，天意度，嘿对，我上高爱啊，对啊，2粒，我有闲去高雄世界耍，就是住伫高雄，我去高雄去过一摆尔。高雄嘛不了趣味呢。高雄。高雄啊。高雄不了好。我早讲伊袂生出来，就生出来啊。嘿啊，真紧嘞。啊，要是。头拄啊，伊家真做一个较短影片，安尼应该真好笑。你讲摔落迄趴呢？无是我诶啊 ，creeper 落落来扁伊，我煞直接倒安尼。咱哇，我看是。咱放松了，会使过来找迄个倒一个所在较适合加落。是按照树啊要种伫土内底，是安怎树啊要种伫土内底？内底哦。安尼较矮啊，若较矮我感觉较。较简单就会使。较免爬起哩。较免爬伤悬诶，跋落来嘛真疼。对。我着做爱上空上芳诶。你嘛会使啦。会使。火种诶敢是淹水无？毋是淹水。Minecraft 应该无淹水吼。袂。后摆袂，可能有，毋过有通等诶。淹水。毋过食咧敢有效？即摆有经过红菜头啊，个啥马铃薯，安尼应该真济效安尼。系啊，而且咱嘛食袂着迄滋味。安怎树啊要种伫土内底？系啊，就是惊伤悬啊。无就会摔啊。系啊，摔落真疼呢。摔落无片呢。
木龟嘛，木龟嘛是安尼。我看过咧。我看到木龟拢，正伫咧平地啊，直接看的。你拢正伫咧平地吗？没有，我说唔知呢。啊，盐水食落啊，食落爱啥物效果较好？系啊，盐水因为若出伫咧这项电动内底，爱有啥物效果？可能敢若会当，互你煮食较有变化。咪是爱叫尔吗？爱叫那意思，有的人食落会过敏。哎吗？无，我讲的过敏就是喙齿无欢喜的迄种。我无爱食尔。对。盐水会使摕来补血。哦，有。但是水机会靠血，若蒸落有。会靠血，敢若蒸落有。但是无介意盐水的人吧？伊讲，我甲你变调。上面用变调。变调。无介意盐水。啊，你安尼啊？敢有啥呢？咱嘛是互相尊重啦。系啊。我是通食迄种。盐水最好食诶，最芳诶呢。我是通食，佮算讲爱食迄边。乌龟无爱食籽嘛是有籽。系啊，无龟爱食有籽还是无籽诶？无龟敢无籽诶？迄就是改良诶。无吧？不是讲有籽吗？没有，我想讲啊，毋过我无啥伫咧食龟，所以我毋知。我嘛无。我实在无啥爱木龟的气味，啊，佮淡薄仔皮苦苦。啊，苦？皮苦，我爱。哦，皮哦。你说我安尼讲，互人变过呢？哈？爱食盐水，互人变调，真假？伊就是伫别人的台下骹讲，我爱食盐水，就人互变调。哈，我可怜的。爱食盐水尔。有听过有人就是讲，就是伫别人的台下骹讲，我爱食盐水，就人互变调。啊，遐真认着。哦，伊我甲建议，嘿，木龟炒建议加胡椒。胡椒？木龟炒你袂真无爱加牛奶，加胡椒。啊，嘿。加会做木龟牛奶安尼嘛？木龟牛奶我无啥爱食。阮即口观众怪怪的。啊，芳面，那安尼我敢会使芳面加牛奶就好，莫食木龟。有啥？就真正会惊啊！进前偌久进前，我搁细长时，迄个有亲情加木龟牛奶啊，够歹啉。哇！啊，所以我就加啥物件那也歹啉？无掺啥，就是木龟加牛奶落去。啊，无掺糖啊？无，应该是无。哦。啊，迄内底敢毋是迄木龟加了以后，毋是有迄泡吗？嘿，有泡啊，佫无迄啥，就是啉起来，敢若有真细粒的木龟，好啉落实在是。你讲迄纤维啊？嘿，叫要吐出来。就敢若蚵仔共款，蚵仔我袂使。我只有一斤木龟牛奶就有。你敢要啉看卖？我后抓有机会。会当头你讲，你要加较油的，就较袂会迄条。啊，那安尼我应该有机会去试看卖。好，安尼我偷互你看。好。我分享地址互你。好，多谢。木龟毕业消息，安尼盐水会使改哦，嘛是会使哩呢。盐水通降血糖，佮降血油，还袂歹。遮厉害哦！
因水不哩较好啊，加在我敢食，加车都会使啊，加车都唔免惊。啊，我等来啊，好，欢迎倒来。遮紧，欢迎邓来，你食饱吗？你敢有食饱？我这做唔是做物件。哦，好，安尼，你咪讲你饱到腰？哎呀，啊，我起饼尔。随便，安尼敢？啊你摕了无你是两食？边要食宵夜，安尼你我说你摕饼，敢会好，是伊哩我带互你啊，你好，多谢我来小看一下。哦，原来是，安尼我后续有机会去遐附近再来去看卖者。恁敢捌食过蚵仔加豆奶啊？蚵仔掺豆奶，无呢个听过蚵仔掺加牛奶尔。啊，嘿啊，我有听过牛奶尔。我也无听过，啊，毋过阮遮观众掺比较，豆奶是头一摆听到呢。我嘛是。你终于买着，伊是安尼口味啊。豆奶，阮观众的口味，我嘛毋知影伊倒位买。伊讲牛奶是贵族咧啉的啦。我别讲，豆奶较俗啦，我知。安尼我办啊。你若去迄小贵的咖啡厅，迄牛奶甲豆奶嘛是共款价销啦。嘿啊，若是咖啡厅，迄豆奶嘛真贵呢。为什么去咖啡厅啉豆奶？因豆奶较顺吗？无啊，有人食牛奶会饱气，也是会落屎啊。对啊对啊。咖啡是毋是嘛算一款豆奶？来，我听的就是这句。等下就是这。对。那你头讲是我无听着。咖啡敢会使算一款豆奶？我都有别款的。来，过来。比如讲算高级。这个我等下，阮敢有观众是还袂满18岁，敢若你尔。我嘛还袂啊。你还袂？伊敢17岁尔。哎呀，较少年着。秘鲁不要紧啦。秘鲁尔哥哥尔，毋是真正要啉嘛？都毋是讲啥物泰哥的物件，不要紧。泰哥的物件。哈？啥物泰哥？有插头。咱多谢咱会计发言，咱后一位有请。发言嘛？发言，要我后面都不接，头脑算都袂过来。咖啡毋是豆奶，应该算打糖。打糖？对啊，是豆仔汤啊！海菜汤，安尼豆奶嘛算豆仔汤啊？对啊，豆奶嘛算豆仔汤啊。海菜汤是一种茶米茶，这嘛是有理。有。毋过这茶米汤食落就对。安尼啥物物件？台中的叫啥物？麻蚁哦，麻蚁嘛是茶米茶啊。对。参标的茶米茶。哇！我无食过麻蚁呢，麻蚁就好食。我无食过，就是要食顶回去台中煞无食到。哈，是安怎？因为之前毋是有出一支鸦片嘛，我特别去走去市场遐食呢。因为我去的时阵还袂着时，所以讲无满意。开始卖。伊讲热天才有，敢若6月以后，6月到8月应该还佫有。毋过我迄当阵去是敢若5月款。5月，安尼差1个月呢？嘿啊，应该是无，所以讲，某一部分是袂记哩，袂记爱知，所以讲。还有两家你敢写？我来啦，我来。因咧互相互相好谢。好，无代志。后摆加迄咖啡
咖啡的糊做落去食，毋歹啦。哈，茶鱼汤讲算一种，茶鱼汤算茶，讲算一种，啊无迄个我毋对，讲看茶鱼汤，讲会使算一种茶。茶鱼汤是叫做啥？日本的黑茶漬客有放，就是人茶米茶改用茶鱼汤落去泡，啊毋过我讲是像种啥物茶浸饭安尼吗？茶泡饭对安尼吗？对，黑茶漬客哦，茶鱼片泡水，对迄感觉是因为茶米的条件就是爱是植物，迄茶鱼是动物。敢若是无共款的物件，毋知会使算共一种无？伊是几哪种嘛？嗯，伊敢是几哪种？哪一种的鱼？无，因诶茶鱼高一种吗？一种尔。哦，是哦，嘿啊，茶鱼就一种啊，就一块嘛，一种汤粿。靠腰，我观众问讲茶犬敢会当煮汤？茶犬，柴犬啊！卖泡高啊！哎呀，迄就是伊洗身躯的水啦，你若敢啉着，你就啉。迄重口味食人洗水的水。哇，系啊，都毋是米笑，毋是。哈？你讲啥？你讲啥？米笑路啥物？好，米笑路的茶鱼汤。花枝拢爱即味的，无啦，哪有？你毋通啥物拢想要参与咧？但这我无，有诶物件无适合参与咧啊。安尼讲算一种，啥物？你咧讲啥？危险诶？无啦，热狗，安尼讲算热狗。哦，着金啊！等下，着金啊！金啊！我等你学蒜椒。蒜椒抑个一只嘛。我伫厝诶涂骹，毋是涂骹，下骹有学一个，有学一条路，你会当直接位遐行。有一条路。哦，水。你要落吗？我这互你，我来看者。这互你。水。够毋够？你可以，你拄着矿物的时阵有这用这。直接喂厝呢啊！下骹条。迄插头无够呢，哪会呢？插头。啊有，我煞袂记我个有。我有去报者，毋过我煞袂记我遮个有。伊就讲，小啊，你我就知影你是。好讲气好啊！这斗阵的时间久啊，就拢看现啊，本性就走出来咯。安尼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大家靠腰。无，我调一个就死啊！耶！金啊！我无。我着金啊！哦耶！比减讲伫 Costco 拢点热到。前摆花甲遐欢喜是六只金啊！无，我大早听无清楚。我嘛是。我讲，我前摆像你花甲欢喜是看着同个六只金啊！即摆囡仔人拢生大，生太大，话拢真敢讲。你讲同个安怎？六只金啊！六地。六菜。哦，好。菜刀。打掉。你未送你甲我剪。我后壁有人甲我剪。哇，恐怖哦！红这是啥？红是红石，通做电路，机关电路迄种诶。或许是红蒜椒。无遐空，袂。
啊，毋就会使通电，迄无问题。啊，所以我遮做侪人咧。你遐做侪人，你伫倒位啊？我伫厝，你伫厝呢？大家拢伫厝呢？无啊，我伫我。哦，你遐做侪人是公司哦。我遮六只咧看着伊啊。六只咧看，大家看迄个。伊嘛是真乖呢。啊，你有为迄个炸人？初见啊，阮鱼仔来学台语诶，你好你好。毋过这敢会使学着我感觉。因咧等你钓鱼啊，伊要食。因嘛枵啊。哦，惊死！打着金仔。我学着，我阁学着金仔。恁袂讲立着？无啥讲立着，我讲打着。我想讲，我讲立才会无人听有。我是就是人拢听立。哎呀，这就是每一个所在讲的拢无啥相共的，有即种讲法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所以咱真是爱加参别人讲，才会知影。哎呀，才知影倒位无共，倒位相像安尼。系啊，无足侪拢走，拢会无去啦。系啊，这确实是安尼。我哋假期来啊，好见安安。假期？假期讲乜嚟學台語，我冇問題。來，喺度講，即個遊戲無安全咗。系啊，即電動無。有啥物無 ？OK。若要學台語，安尼咱是毋是愛甲小教者？啊，毋過我講會曉教人無正經誒。我知影嘛，無講介正經呢。咱素質遮歹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敢是安尼講話？我毋知。哇！你立甲大攏有咧講哦。Kate 有講兩種，原來是安尼。我是較定正聽着用大。語言攏是為咱稍微開始，毋是安尼。可能足儕人經驗攏安尼無毋對。意外。咱嘛毋通安尼教歹囡仔大細，我會驚，我會大說無伊，我會驚呢。咱是有水準誒，只是無介懸爾，毋過是有水準誒。哇！有當時走出來，有當時奇怪物件走出來爾。係啊，大家說字哦。哦，阿姐嘛是兩種攏有聽過。好，開始教歹魚仔大細，安尼。地咧拍這敢會使啊！我雖然講最近伫咧學韓國話，毋過我實在是無啥定定伫咧用迄個。韓國話就麻煩的咧，伊有就是平常時講的，應該是平輩啦，平輩啊，個有。甲時代講的，啊，你韓中輩也是一種一種口音。應該講另外一個，更加有禮貌嘅國家。咁是差不多。無吧？日本話甲韓國話攏是有迄種做麻煩的變化。我聽講韓國話若是自頭開始較困難，啊，毋過煞來較簡單。啊，日本話拄好顛倒表。上頭前。是愈難了較簡單嗎？你學我啥？Q 啊！等下我小整理一下。韓國話自頭前較困難，啊，日本話頭前較簡單。你會當播播誒？日本話頭前較簡單真係嗎？係啊，因為50字若真有個，係50音若真有，應該就差不多。啊，韓國話是敢若40幾種型，啊，到做會到一個字歹勢往拍。
我即马是会晓讲日本话，也毋过我是感觉日本话嘛是讲到尾嘛真困难。感谢你你会当对厝人迄个空落。好，我了比较对。讲到日本话，感觉日本话すごいね。歹势。咱以你迄个做日本人的呢？敢有人安尼讲？确实有呢。你迄个做有日本人的开口。我抑个伫咧学生时代，抑个有人安尼讲过。有吼。应该是有惯性，所以对，我讲是安尼。对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伫咧日本人下骹做工课，所以我会较偏变用下，因为用下伫日本伤无礼貌。刚刚你无礼貌。对，想要冤家相拍。我台湾人感觉下是最一般，但是刚刚讲，你感觉讲你就无礼貌安尼。对，迄个随讲随下。对，因为迄个做啥？所以我才会，对，拖就是所以日本人拢想讲，迄只拖不哩无礼貌。台湾人就感觉迄做台湾人诶。对。对啊，就一般呀，我拢觉你讲啥？所以我改掉下就改用迄还是安尼，就偏变用下。对。了解。日本做你这是台湾人是毋是定定咧冤家接电话拢咧下？所以讲咱车顶拢会放八达，都毋是，就是无啦，毋是，无。咱是一个迄个作兴拍野球的国家啦。咱野球是国球。只是上做球的问题尔。我只咱拍球，你也做球。我无够圆啦。够歹，够歹。再甲你拍做变圆的。这刺激。无啦。为倒位排队啊？会惊吼。真正有影，我排队啊！我无遐好打啦。笑甲足跳诶！这个不都会听诶。这嘛一种幸福。现在把钓鱼莫甲我钓，歹势哦！啥物爱甲我钓？无要紧啦，甲因台湾人其实无咧冤家，若冤家毋是安尼下尔，个后壁有对方诶全家18代。有影。对啦，18代祖先有无？公阿嬷拢讲请出来。最小诶就是迄个人骂迄个老师。老师嘛真人互人笑。禁止餐。我感觉台中敢有吧？无啥好讲。恁差不多敢有拍猪肚哦？有线。有我有拍猪肚，我要线。线我只有一条尔。你敢会起晓？安尼我个会当个做两支。拢系上下来。一条线伫上下来。我看一下报啥？我感觉报啥？插头应该免这支会当去海内面。你讲啥物？你会当去海内面学迄。学叫啥？要学石是啥？无啦，海带。海菜哦，哇！你指定要我？非常点名。我英雄。
海，我要来找海海，对面，海伫倒海位？海伫你咧，讲对面，对面，这边这边，那啥假造出来？海底下啦啦啦啦啦！我遐行。好，我来跳就无去海。看海。哦，我嘛真爱看海，无咧，我顶我几回才去看过，我上过无啊，哇，哇，无要紧，迄个花竿会使摕来浸风。会使啊，哎，恁两个是因为头拄啊有人好食一只好食真够爱的鱼啊。拍摄。我爬过时才去看海过，哦，没有，我5月时阵去看海，你个位是，我看到老皮。看到厉害，那呢？呢？对啊，就向老皮花，我毋知影怎么是伤热只怎。足欢喜啊！伤欢喜去，伤过美咧，哦，挡袂掉。老片花，安尼讲，我白讲，安尼讲不要紧。无啊，就老就无代志啊。哦，老了无代志，安尼就好。无安怎就好。系啊，人话那就其实我自己嘛惊着。讲到老片花，我那感觉应嘛有人上课上开一盘老面去讲话。哈，上课上到一包老片花是气气，是发生什么代志讲到这？边个气气嘛。安尼上能个小样海咧。底哦，海这边你遐内面的海底敢会当摕来煮？海车是哈？海车哦，海车，海底是海底就是迄个就是海带啊。哦，水母啦，水母。水母啦。即马有海水车，母啦。即嘛即马海车是真假哦？讲游无咧，我无，海体。应该是游戏。迄看哦鱿鱼啦，我想讲当时加海游戏啦，那是游戏哦。嘿啦海嘿啦，鱼。墨鱼，啊。我看那要不然我想讲当时，啊哦，这讲人歹。什么？哎，我根本要讲那会生歹，什么叫谁来我？无不是你啦，我讲不是你啦，我讲游戏啦。无，我是也拍这，啊，你要不然哦，我家有海菜啊！我爱串子哦，喜欢笑，我那会生歹，哎呀，对啊，那就歹呀。这段汤震落来，嘿，心肝，真来，老纪念。要行，趣味，真正趣味。哎，我家有海菜啊！海菜要烘烘哎的。，你等伫中点馆迄个想啊，我毋是有起一个物件，哦，你要做迄自动化的。想老片花，我感觉，我这世人还未老过片花呢。我帮你哦，学，我迄阵应该是休假，我想要做这菜，太莫讲我用了。片康多笑，嘿，哦，较大力的就会老，我会惊疼。你会惊疼。我帮你甲片工，哦，哎那创较大的，我惊两互你边变蹦会使去，恰恰，我惊讲我只会使弹吉他尔。什么意思？你是啊，蹦恰恰毋是弹吉对他，对啊，蹦恰恰弹吉他，对啊，伊伫替塞用玲珑天的时阵，使用尼龙内底记得弹吉他我敢会记啊个吉他敢袂弹吉他？苗文的吉他，歌名迄无共，迄蹦恰恰是弹正吉他。嗯， Ice，要来种田啊，好，正餐，表现我拄一日倒一空我煞袂记。乌炭煞找无空，安尼。阮遮观众讲哦，片康足爽的，阿辉嘛爱哦吼，嗯，上个讨厌哦片康，
若莫去学别人的鼻孔，应该是拢无代志啦，应该是啦。是有人会特别介意去学人的哦。我毋知还是有人啊会，特别介意学别人哦。我会记得有看过就是皮肤乱搞无，就是我知啦，我看袂着。啊，我应该知影你讲倒一出。哈？抓狂伊做着无？对，学人鼻孔，搁学人骹村，哈？啊？哈？抓狂伊做，你无看过？吗？应该无看过诶。什么学人卡村什么？抓狂伊做拢学人骹村，搁学人鼻孔啊。会记。内面有一个什么过回你台湾即马就会当讲，你看我讲。国会议员随时拢咧放大条诶。对。伊那边有一个老师就衰呢。一个老师像甲李小玲啊，大概拢衰过。安尼我甲绿地共款少年，共款春节拢听无。我最近你爱去看，你爱去看迄种电工伊做好笑诶。我有啥物要看别人学别人诶鼻孔？不是，伊迄个放下就好笑的就好。再昂一遍。对，你说昂嘛？我之前嘛是，女性的朋友较爱迄出，毋过嘛哟。你有出放假呢？你敢有看过吗？我来食。因为出帮大。我拢看过。放假，是放假。哪个放大？细汉有伫学校流鼻血，然后几张口无甜，白色的制服拢耳红。哦，这真老真济咧。你要大汉喙讲讲，迄领是你国中是讲小拍的时阵，耳红诶。我想起来，我细汉时，抑个细长时，互迄啥，互虫仔夹着面，我上着去嚼，结果嚼一顺，结果倒去厝咧，阮老爸就摕手洗甲我问讲，你是毋是甲人相拍？我使，到无，你甲虫仔相拍有影？你后壁佫有只？你直接摕一个手洗甲我问讲，你是毋是甲人相拍？无啊，无甲人相拍创啊！伊无相信你啊？嘿，我毋知伊了阵讲我甲人相拍，我本身也毋是会去甲人相拍款诶。对啊，你毋是啊，你看我是想无呢。这是本身看起来。对啊，而且相拍那搞一瞬尔，迄我真好笑，我搞一瞬伫迄边。可能你技术，伊当做技术做好啊。我技术做好真假哦，那呢，这就是学了啊哦。对啊，安尼嘛是爱鼓励。冤枉嘿，对，这真正冤枉哦。伊看你面干来一抓，当做你拍赢。哦。那拍赢，那你应该就爱问我讲有拍赢无？毋是摕手势甲我逼讲，伊甲我相拍哦。系啊。但是恁讲真正，恁讲真正和咱相拍过？有呢嘛，若爱算有呢。我无，我阮表兄相拍过。有影啊，我红拍。毋过我甲阮表兄相拍的时阵是我赢，我实在毋知影我是安怎会赢着。啊？阮表兄拍我着卜卜的拳头卜卜的结果甲伊伫咧涂骹内底继续卜。哦，结果我就互阮老爸看着就无啊。毋过迄是较大汉时啦，敢若13、14岁，迄当时较冲动的时啦。迄个年岁个。无，就是迄年岁，嘿对，就是我那会帮你。迄是较安怎讲，较冲动。阿辉，你后壁有人啊？
拄好有代志，无讲好，啊，结果起冲突啊，我就直接甲伊讲，咱迄手表啊、目镜拢摕落来还是啥？啊，果会使用拳头母尔，袂使用绕的，袂使用安那，袂使用，袂使用线的，袂使用戒吗？袂使用安那。塞阮若就是小炮，阮是用戒，用戒无戒手向，我有限制讲，我会使用。小高，讲得好，有规矩诶。咱是有规矩，毋过我嘛是用放安尼是比武，毋是相拍。应该是我迄应该嘛是算小拍，毋过高拳头母。有人问讲，敢袂使尖？你讲下者。哦 ，nice。哦，水哦。啊，你那一瞬啊，对方咧，对方一瞬滴棍，啊，电棍伤危险我无遐搞。啊，是讲迄阵若伫咧正冰喙唇，就变做野小体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叶小钗啊，就是霹雳布袋戏内底有一个角是叫叶小体，啊，伊就是面有一瞬啊。我感觉这嘛就含的咧。我毋是看布袋戏迄个年代的人啊。伊上进前就是一个，就是无法度讲话下到，啊了伊即摆无法度讲话。我会记感觉是伊的喙伊的字敢若无去啊，是安怎？所以讲伊无法度讲话。了后，我毋知伊怎么是安怎演，变做伊要讲话。那会改个呢？系啊，我嘛感觉就含的啊。以前啊，补一条指互伊哦。毋是啊，我讲摕一条指互伊食的，就补自己的指切出来安尼吗？空喙补食香安尼来的啦。等。哦，好玩呢，有够烦的啊！哦，我快起到，很爽诶。是一定以后就毋敢共相拍，拢互欺负，哈，遐可怜。虽然讲我嘛是互欺负迄款。嘛是咧，啊是讲毋定互欺负伊咧。哦，你拢看下拍赢迄个吗？咱拢拍赢。讲这款你还说无后悔，我真好奇呢。刚是我在，hello。幼稚行的时阵，有人伫我后壁甲我掠着，甲我笑我头是要甲伊用开，结果便当阿妈讲着伊个头。哇！便当阿妈讲着伊个头就去病伊天啊！什么？我咪笑喊，伊内面是加什么？加石头吗？无呢，因为便当阿妈碗嘛不遐重呢。便当盒啊，我听着。便当阿妈就是铁碗。电动啦，听着电动。为什么便当阿妈内面有？毋是有铁。我迄就是碗啊，就是便当阿妈就是古碗尔。所以讲，迄共哭咧歌听呢。我当初我听着电动阿妈。电动阿妈。电动阿妈，迄当时应该是 Game Boy 也是。嘿嘛，无 PS2。伊内面是看皮卡丘啊。我想讲，为虾米阿妈是电动诶？电动啊！哇！便当。无便当，我若是迄种铁诶，敢毋是嘛足疼诶？迄就是铁碗，所以才哭咧，爱去病院啊！系啊，反正脑震动啊，检查。无咧，直接人讲直接摕体检咧。哦，遮凶哦！哦，偌凶咧！那是边有装刀片的血滴子。迄应该用了不了好，迄倒一间诶，真杂，倒一间诶，哇，遐杂着。嗯。讲伊咪三艺术迄种。对，个真高诶迄种。迄会使做武器安尼。
对啊，毋若会使做你迄个食饭的家私嘛会使，起来甲人保护咱家己啦。对，保护咱家。诶，有人问讲阿慧是啥物的阿嬷？等下恁两个讲话小固着，煞无听清楚。要紧，阿慧先讲。这个你是啥物款的阿爸？你是啥物款的阿嬷？对，阮遮有人问阿爸啦，阿嬷，阿嬷，款的阿嬷，啥物款的阿嬷？我袂做阿嬷啦。你是这高速婆婆。卖啦，卡波爸爸。卖啦。好我输掉，万岁袂使讲。无内底剧情讲迄查某囡仔诶，迄啥物互伊你好啊，对，我讲一个伊诶身躯顶有一个所在通互伊输一下咧。迄伊真正剧情安尼啦。真正剧情安尼，而且头一集就安尼挂起去，你毋知？我一直当作迄人我袂配。迄毋是，迄是真诶。迄就真正安尼讲无毋对。对，挂起去，你毋知？偌好，你敢知？好啦，大家人口味无共啦，互相尊重。花一个口味，我无，我是负责尊重人诶。我拢无讲啥，我无讲啥。我嘛无讲啥哦，我嘛无讲啥。安尼真好，咱友情要伫咧。你是高速婆婆参姑娘。这嘛参姑什么参姑参哪个的参姑？我即摆形象都是啥物件拢会使参姑我这不哎，画面无好看呢，确定吗？我无确定。卡波爸爸参姑娘。你就收一个种，什么浴缸哦？伊倒伫内面啊？莫讲，我想到迄画面实在无爽快。我想要知影咧讲啥。小弟妹，咱是迄个纯洁的小朋友，咱得，敢要找伊看，咱得惊你惊着呢。我知你咧讲啥。我迄尔重剑吼。我知你咧讲啥。我想过，我有查过。哇！无伊等若讲爱去收惊就袂当。系啊。惊甲去收惊有无？安尼明仔载就免去上课，赞。安尼无先好对吧？是讲夜小车谈讲话是有兴趣。囡仔人听过囡仔。囡仔甲囡仔，真正是听要出来。你可讲想啊，你不止米小路，你搁食讲米食路，你食到讲到米小路，我就来，啥物货？无，毋过人是讲你讲我会歹话啊。差不多。讲出来。年岁较大诶嘛，播落去，即款感觉。我无。啥物意思？是讲感觉我是我无。大，你讲年岁较大是爱偌大？头迄差无爸爸，你讲你无会使看，你甲你我会叫。我是无法度啦。听着米露就来。听着米露就来。啊，秘鲁买来。阿慧刚看秘鲁我来。看着啥？袂当安尼讲。我过期米。你讲这嘛最凶的呢？过期的米小路。过期的。我阿姐讲，迄若是小路，迄是迄面就是过期的米小路。人少年时阵嘛是足水安尼，好无？迄人是坑较久，结果拍做歌安尼啦。那个咪想，那个想，我就用。我道歉，歹势。所以过期。
最贵。那恁拢就嗨呢？啊，等咧啊！有人无欢喜啊！我不会吹啊，哦，你不会出去？你是讲我敢看会到啥物？哎我呀，才拄啊下咧，诶，我正在看牛等于厝内面，我无看到牛，哎，阮遮倒位会使放牛。我咱讲有所在通坑牛。我真找无咱的厝一对。哦，你找无咱厝？啊，我也找无你啊。当然啦，哦，我知我去一个迄个大条条，安尼啊对呢，嘛会使去条下来当做票头，哎，甲台北101共款，系对，啊，毋过咱一组是64个尔，无遐悬，哎对，敢有看到我啊？哎有呢，你有看到？我无一定看到。哈，对啊，重点是绿地爱看有啊。系啊，好，我惊悬，这已经是。遐拄好我嘛惊过。还是你互我 XYZ？ 哦嘿，好。X 是负227，Y 是147，Z 是207。负227。嘿，负227。你讲 X 是负227？对。夭寿我才惊远。你惊打去？惊无共方向诶。哇！我哦，就远。啊，牛要关伫。你会当先？我会当先起好档啊。好，我正安尼落去。我无炸鉛笔。现在在鉛筆。安尼我较紧啊。啊？涂的鉛筆，毋是寫字的鉛筆。我想講，我想講，現在烏塗愛炸寫字的鉛筆。嘿嘿嘿。即馬。係。即馬。麥塊狗仔有別款模式的。啊，是哦。烏色的啊。我差拄有看到一個棕色的。哦，咖啡色。咖啡色的。我感觉貓仔甲狗仔拢是烏色的，較古錐。這完全是一個偏見。對啊。而且伊若是烏色的，就會使甲伊號名號做烏嚕嚕，你無感覺烏嚕嚕聽起來就古錐的？我想講你要號肥貓。對，你莫有講。對，我大概都想這。我冇事咯。哦。謝謝。我有一個信眾朋友，因兜的烏貓叫做烏多多。我都看到烏多多有。因為伊是第二隻，而且伊是烏色，所以叫做烏多多。你真好好呢。你真好。介古錐啊！敢老話互 YT 食去，哇！咱呢，我拍字的時陣就會使加分數。對，迄是我會使理解。迄是有需要，即會使用。我等來，你等來，我未去好。你佇倒位？對，你敢一個眠床爾呢？係啊，無要緊啊，所以看到你。咱若巧伊嘛是咧附近轉來爾。你想改？你先引一下他們。咱遮要。我那牛要走呀！你在笑？我負責拍。啊，你顧牛好無？我感覺你顧牛個。好，我顧牛，對，你較會曉拍。你係騎？我騎一個食物。什麼？啊，有。幾隻牛？好，會使。是我想學一個看互因入面。
哦，好啊好啊，我有一个坑互伊跳，诶，嗯，我无毋是安尼那讲诶个，，我无铲子，哦，我也无学，我无炸，好，你去炸。哦，我去炸，好，那等我者，等我者，就不嘛是定定好食伊哈，即马 YT 是安那？伊就想是要互家过水骂啦，呢，还是做不白？唔要紧，恁若讲互真正食伊，恁会使搁加粪扫落去，我不要紧。啊，真正互食掉，这嘛无法度，因为我无补，个鉛笔，基本扫即补尔。嘿，哦，诶，哦，因为 YouTube 食啊即个老话，所以会拍伫我诶腿去食。好，无要紧，哦，啊，这是好，食毒啊来快点，食好，食啥物？食啥？食毒死本大汉，所以豆喙真豉，毒。豆豉本是啥？我嘛毋知，什么是豆豉本？哎，我嘛毋知呢。啥物本？我来看字，哦，毒死本是农药，嗯，哈，食农药大汉诶，食假食农药的。大汉，这真用哦。我即摆才发现，阿慧你诶票头无改呢，哈，敢有你影？票头无改呢，抑夭寿佫是迄顶回耍诶电动。夭寿，我头仔改我哎呀，无 save 着，靠夭。哇，那呢？哦，这有够凄惨诶，我讲无人来看。靠夭，你啥物不是？哦，你水改水头拄改。仔迄个公司哦，摄落来煞无巧伊，我毋知那有什么？头拄有公司落落我遮未死，结果互我拍掉啊！为什么伊到微博死啊？我毋知，皮较厚迄款，哦，有细只牛出来嘛哦。是啦，国球是会较高嘛是安尼啊。啊，我先去变数一个小档。豆豆来，豆豆来，耶，我改啊！我先开要2点钟才来改，哇！你想甲我金看？嗯，哦，拍袂了。诶诶，嗯，哦哦，这是打，哦，所以咱这个坑就是互牛大诶，就对。坑多一坑，阮厝边仔即马有一个坑，嘿，内底拢牛，哦，内底拢牛，拢是咱着地辛辛苦苦较欢喜，牵过来。嘿，牛肉通食，按算做牛鱼。嘛是会使，哎呀，我负责乌炭就好啊。牛鱼是啥物啊？牛鱼就是要安怎讲？即摆较少，啊，毋过就是我看到的牛鱼就是算讲是啊，即讲的甲我讲的无共，啊，即讲太的是牛诶，杀牛的所在，还一不，毋过我知影的牛鱼是较像饲集、饲场迄种的。牧场迄款诶，我来个写者。我伊剩迄个拍一个差不多就要死啊。呵，倒位伫遮，哦，后壁所以后壁个有。
我之前捌去过，或者牛墟的所在是拢无看到牛，啊，就是遐就是有咧卖各种的物件。应该是较早有咧饲牛，也毋过对，哦，即有补充啦，就是咧买牛的，可能以早是买牛的，即马可能较无需要牛安尼。改掉着。迄支个尻川较拄啊插入去店顶管。哇！石头。好。大家拢有食暗顿吼。无。有一个人无，有一个无。人讲不要紧。系啊。要笑人，会当安尼。要笑。袂使当咧大，袂使咬着。对啊，当咧大袂咬巴肚无啥好。袂大。袂大倒位袂大，无毋是。抑个会等下你。哎。你讲啊？我是讲。哎。请开始你的解释。我是讲。先自首啊！哎呀，通来自首哦！免讲先自首。我真正无报啊，我认罪。保庇，通来掠起来咯。哎呀，俺遮咧落雪呢。我遮咧落。警察车是。警察车。你不坐车？警察车。警察车。敢是？那是你哪里好？我毋捌坐过警察车，所以我其实嘛毋知啦。坐过先无知我坐过，我就问，啥会有坐过？我实在是无咧。我甲坐过救护车尔。救护车我嘛无。上好买啊！对啊，上好买。飞机想要坐吼。无我坐过一摆，迄摆我足紧张，我就讲，我头一摆坐救护车。啊！顶面迄人就讲你上好卖有后摆，上好卖后摆啊！伊讲了对就卖坐啦。警察车，若坐警察车是啥物时阵除了旁掠起来以外，嘛可能是你走路啊，找无路啊，就是。来呢，我应该无记忆啊。我拢有机会，咱都有机会啊。我可能免到老我。哇！有呢，我之前有一摆，嘛是真正，嘛是坐过火，嘛是坐过救护车呢。无警察车呢？无。啊。无，阮咧讲警察车。警察车嘛有。有是火车，无代志。等下。啊！你吵！有是火车。请大家继续，免插我哈。请继续。我讲一无，我咧讲啥？哦，我警察车有诶。警察车经验。哎呀。啥坐警察车？好，我讲到这落来。各位等是安那会去坐警察车？你是犯了啥物罪？无啊，无犯罪啊，只是讲，就是安怎讲呢？就是想要坐看卖咧，所以就去犯罪啊。哦，就是去邀请去放活动啊，去做。啊？放活动？警察车。放活动会使去坐警察车？放活动喂，你若是。就是警察站过去因个活动诶现场安尼。就不以前啊，而且迄个暗时，阮就是住伫咧，阮住伫警察局。啊，真假？住伫警察局？真正阮真住伫警察局。真特别呢！哇，敢有绑起来？
卖搞起来啦！哎呦，他们是犯罪啦，真正是安尼较有气氛啊！气氛你归去，你归去，带伫个人仔来较紧，好无？袂歹啊！歹势，你只讲好啊，你是毋是想重？什么相当？哈，力头想重，说好啦。无啊，有东西无收档啊，我也无犯罪啊。那相当应该是讲，那相当被风掠起来，应该无人知，哦，家己带起来就好啊。啊，无啦，学起来啊，毋是，莫我真正甲歹囡仔大血。哦，啥物？大概演怎么说？无啊，就是伤大力都袂风掠去啊，因为伤大力都直接拍个无伊啊，直接家己带起来就好啊。学起来。莫学这啦，莫学这啦。嘿，好好，毋是那我家老话，我落加了伤大力。以后讲你教，这款机会毋是定定有，真正咧。哎呀，哈，无要紧，我头拄仔搁伫咧呕吐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如果是我，不会有人活着来告状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。我开始对我大家现在都无了解啊！我到现在还是人称处男。哈，那个二哥，那个二哥说的。当麻子。嘿，你敢无看过这出吗？我有，我无，真好看，真好看呢。真好笑诶，这出真好看呢。我知影大安家拢有看。尼即马话咱讲阿辉想老，这应该毋是伤老的问题，这是无地形的问题。地形嘛，甲地形无啥关系嘛是一种地对。形啊。感谢你。我当初要讲这款代志嘛无底线，这出等下的名，好好庆庆忌忌杯，好庆忌杯无问著有题。名，大家拢做介最有名的，哎呀，你那边最好笑的。伫倒位伫倒咱拢无困，所以尽管了去叫你。啊对诶，无面卡吹伫手头袂疼啊。对，看那个视野，屁股在树上的不疼了。伊迄个部分我感觉就可怜。伊其实有偷吐槽迄因中国内底代志，其实不了处理啦。伊敢若是咧，就是咧算，应该是咧算中国啊，啥物款？我感觉袂歹当看。系啊，通看，大家拢应该看。尤其是对面会使哦，会使找一工，大家做伙来看。对。哦，可惜，现在互阿辉来看者有偌趣味。咱唱嘛袂歹呢。嘿啊，有无？会使。不能往东，千万不能往东，往苦力怕。啊！毋过迄导演有翕3片，毋过我无看一片尔。三其他两是连续伊有还是？出这，敢有出这侪片吗？迄毋是讲故事有刷落去，迄是时代差不多尔。哦，嘿，了解。大官现形记的电影竟然无互禁掉查水表，安尼就是代表啥？就是代表，我袂使讲，我若讲出来，我会互明仔载我就无伊，我会惊。真恐怖。因为迄是中国迄禁忌。电影中国电影若要放咧电影院，就爱先检查过。你在新杂吗？就是因为无看袂出来查无，个就是讲因遐人头脑无炸出来。所以讲在放伫电影院内底。
根本是钱坑较济吗？就是无咧，毋是哦，毋是哦，钱无讲趁了较济，颠倒是迄落啥，迄个人拢看无安尼。哦，喂，因看无，所以讲因无法度迄种。因看无诶，看无讲是讲因咧家己，嘿，对，毋知影讲是考试，结果就互伊安尼放送出去。哦，要来搞我掠进前，因爱先搞对咧，最近有四个风台啊，兄啊哇，这嘛拄好伫咧单位讲。讲。红菜被触犯吗？哎呀，就即马太平洋内底有4个风台伫咧射啊。毋是讲是迄个控制，啊是，哎控制，咱诶，因为无小心放伤济出来，放啥物？放多一个风台。哦，风台。11月呢？11月个风台实在之前拢无拄着呢。系啊，奇怪。钱是一定会乌西，啊，毋过任何我遮咧单位啊，官场诶，基本上拢是啊，迄就是真正讲看迄片诶人看报，才会使弄迄个芳，才互伊去哩安尼。对吼，是威廉。算歹会斗3工啦，无法度啦。迄个度吼，那威廉。我以为这度啊，讲恁做嘛经济退休啊？对，恁做嘛因退休，莫甲找。啊会。啊，对，这3芳，互庆记杯。我是白走路。一步之遥，邪不压正，这2片我拢捌不看。你伫倒位？哇！哦，后壁这两部。我正163，我嘛无看过。叶妹你甲我讲，啥物甲你讲？啥遐歹？咱应该小输。6D，你讲你 XD 163，哎呀，阿 Z 诶500，老师诶歌介好听。啊好。啊！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让我将它慢慢试着将它慢慢种化。有够恐怖诶！啊，啥？倒一个恐怖？甲人诶心扬去啊！哦，迄人是看册。啊那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诶。迄嘛愈恐怖。迄人是看了册了，才有这感想。你讲人恐怖。我较无知识啦，较慢点，甲是安尼讲诶。然后主角歌手唱无3句，煞拢是听众伫咧唱。骨力咧找6D。啊好。啊毋是啊，我会死。啊是啊，对啦，免惊。哎呀，安尼较好物件拍无伊。安尼我就直接甲遮羊仔杀死啊！羊仔哦，拍算。无啊，伊诶六指啊，你使转去做田诶时阵用种诶。种羊仔？无啦，我要讲诶。我想讲，啊啥？羊仔当种。我头拄嘛咧想讲，羊仔敢有通种？遐好康？我通种我逐工种。哎呀！哇，安尼都有做个羊肉咯。哇！羊仔咯，食免惊。对啊。我毋敢若要种一丛，我要种一架。哦，种一架，食到明年，食到老皮货。我直接死掉你好啊。我即下先自杀好啊。还转厝较紧。药啊，会使是羊啊，毋是药啊。药啊，莫有白食药啊。药啊，原料是会使种。大麻。用药是让用种诶，迄种药啊嘛是会使种，使用种诶。嘿啦，嘛是啊。毋过我想起来，迄好像是啥物意思？哈？哦，无事，我看。有水，那有水，那边 cook。
羊肉咯，要清的还是油头的，我拢会使。有我无食油呢。啊，原来是安尼。好啊，我食呢，我好食呢。帮你食。敢若会过敏还是安怎？哦，黑质的关系。安尼我帮你食。我嘛会使甲伊斗食。好啊，安尼恁遐帮我传姜母红，莫加酒哦。姜母啊，我嘛是食无掺酒的。我其实拢无咧食姜母啊，我拢无咧加姜母的。姜母啊，无掺姜母啊，狗鸭尔。系啊，你就是鸭。安食鸭肉拌就好啊。食烘鸭嘛会使啊。烘肉嘛，哦，食久无食烘肉咧。等，我用猪肚。反哦，互猪肚加着会变猪肚人。等，这四只猪肚要命啊！无啊。后世人再会。再会啦，心爱无缘的人，若无爱就会使无彩工。牛科的吧？牛科是啥物字看？牛科的吧？有无？我听无清楚，佮讲一摆歹势。牛科动物是啥？牛科无食油嘛，无食牛嘛，无食油。安尼好是毋是牛科的吧？拢袂使食。无啊，我就无咧食，我无咧食油的啊。我会记得羊嘛是牛科的，嘿，对，我会记即桩代志。你哪会知影即种无啥路用的代志，甲我共款？我嘛是，我着头壳内底拢底食有诶无。即种诶较趣味。对，以前头学诶拢无。国家甘蔗头，甘蔗头，哦，甘蔗頭是倒一站？上顶头站还是上尾仔站？上下骹迄个，还是迄就是画艺咧，迄个头，迄所就是头吧。哦，猪肚加着变猪肚人，若是四只做伙改变啥？猪肚死人。哦，这袂歹哦。这袂歹。金龍。是啊，哦，金龍。金龍。哦，应该是会较甜的。都会当买着种物件，应该无吧？或者你讲头蚵？头蚵嘛是应该敢有机会讲头蚵诶，我毋知。都会当头蚵啊？因为你袂甘蔗，拢是你袂写好诶，所以讲我都看到头甲尾，所以。你毋是一支长长安尼吗？拄迄讲你就是结婚敢会用着这吗？结婚客甘蔗，传统迄种仪式会敢若好来哦。摕起来讲先哦。这我听无啥有，啥物听无啥有。啊？你讲摕起来讲心龙啊？讲心龙。这刺激啊！讲一个甘蔗好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是安尼吗？应该不是。无啦。你只把青地，啊，佮有甘蔗挂地吧？什么挂地吧？哦，当回头是金的意思，所以甘蔗头是头的一边啊。哦。甘蔗地吧。花叶头受不了卢莎莎。甘蔗意思就是曾经代表一对安尼，代表有甜甜蜜蜜、有头有尾意思。哦，浪漫呢。啊，第二是因为有讲斗法桃花女，哦，我查过这呢，桃花女的传说。哦，迄我有听过诶。遐要变白虎星煞来抢新娘，所以讲伫咧青地金尾用红纸绑一块，我红布甲一袋金的字嘛，是写一个无好的意思。哦，安尼哦。你买人写好诶，就是无头无尾。哦。系啊，你就是要甲咱吩咐啊，你就要吩咐讲我规条安尼啊。好啊，咱会当困啊，来困。哦，有啥变成啊？
啊，唔是啊，对呢，有三张名称安尼，等下哦。你有三个名称啊？安尼讲。嘿，我徛伫土内底走袂出来。我徛伫眠床为什么？内底，为什么那名称是咧到顶顶的？有咧顶顶的。上下铺啊，难哦，上下这铺。个安尼咱就袂有贴切的问题啊。袂相拍，袂相济，袂相，袂相，晓晓，连话拢袂晓讲，相济，嘿对，袂冤假安尼。啊，即讲甘食吊猪吧是比迄白虎煞，哦，袂好吃煞。这我毋知。对，佫一想啊，煞无位通囥。哦，我听过桃花女的迄种传说。哎，我嘛有。淡薄仔听过。这张无法度困，伊讲袂使。头去揢着，哦，头揢着，头会揢着，风这名称无好，答案呢。头袂使有是羊。咱对楼骹好啊，困袂使，楼骹袂使，楼骹袂使。哦，对吼，楼骹有一公司村民。我困楼顶，我嘛会使。我困外口，我困外口，困厝顶。你困厝顶，名称我就好。安尼会使。我看一下对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会使。安尼。有，安尼有。哇，这有迄个。我的骹都胖啊。头拄骹拄头安尼。嘿，通好骗人的臭骹笑。挑衅。刺激。这阿辉拢改即种。无啦。李小璐会食，无嘛袂使。啊！危险！我有甲大家讲过啊，我逐摆开台拢会愈来愈危险哦。真正危险。等下，恁应该有一个人身躯顶有一个，我头拄做的箱啊。箱啊？嘿，箱啊！伫我遮。我一个箱啊。小等。我缀物件呢？来，好来，你物件会使头壳先买钱了，会使囥我食，弄我的。即摆若我身躯顶重甲铁上济，你真正若头来就是食重食铁啊哦。飞机你这安怎？你有本事要互我？你这是起要创啥？倒一个。哦，你爱甲刷起啊？有一个是关牛的啊。无，你去安尼，因来我就去啊。哦，因无遐。哎呦，遐济着。我来啦，来。坐甲坐两年。你帮我甲伊较补起来。哦好，来，我来。他有遐济个。我知，什么应该安尼去，会使安尼去，我知诶。无3年，3年，还没等到当时。就这样出来，咱甲这个所在补起来。我说袂记。恁讲饲草啊，互因食吗？啊。爱哦。因就会。饲因就会生牛仔囝。嘿。我问讲，迄牛耳敢会伤细颗？当然袂，咱爱虐待动物，袂使互因做到伤舒适。日本有一个主管啊，伊就是，物啊，就是种野生动物。嘿。啊，但是就是互人讲伊安尼虐待动物。哦，对，迄新闻我有看到。这新闻是安怎？对。我遐无位，因为囥咧内底。迄顶头架，我查着，煞无法度开，我安尼袂落呢。啊对呢。我是对，我知道，我继续讲。小等呢，我搁来解一下。厝伤细间。嘿，爱起较大间的厝。意思就是因最近，因就是近亲啊？你讲啥？是嘛？毋是因为安尼。侬即摆咧讲啥？
牛啊，这牛仔囝啊，牛仔囝安怎？我讲拢是亲情生亲情，你毋是安尼意思，毋是这意思。这是电动的设计，不是这艺术效应。那莫想遐济，咱生活较自在，对吧？我煞袂记后壁歌词是安怎。有人讲的，乡厝无够大，等下，那会该做你家己。哎呀，我就做无聊呀。你嘛真好解。对啊，较袂得失着人，得失家己就好。啊对，我这种感觉。这是智慧。驶着好车惊人偷，刷厝我歹看到我都是11点进前，甲厝起啊好。11点之前应该是有机会啦。你要起啥物款的厝？我嘛毋知。起楼仔厝，起厝煞讲开车去。等下，无这嘛好笑啊！今日其实是算 Discord 顺刷算 Minecraft 啦。嘛对啦。我感觉好耍诶。好算吼。若出现病进前，会抬来食哦。你要听较好耍的声音无？会使啊。应该无危险吼。请。会使啊。哈。我惊着，我想讲上搞门。哦，这会使，毋过我。这恐怖嘛！我会惊。这好算，这算你厉害。这好算，毋过我我真正有活头一个，我是。虽然讲这边是有大人，但是。我是讲上搞看门，我实在惊着。这厉害。这个。恐怖。牛敢会变形呗？这呗，毋过牛会使摕牛铃。哈。这赞。食甲上好惊。就是一句话，恶心。Nice。所以啦，有一句话，恶心。我就一句话，恶心。刚刚以灯语浓我什么什么样？我想有一个，伊讲是什么 uncle， 就是新加坡一个什么 Uncle Roger。Uncle Roger 对，印象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。係呀，無 emotional damage 是白嘅 emotional damage 係是你話真趣味啊！我看伊影片。有影會使捡即種嘅做音效。毋是 Uncle Roger 是怎啊來台灣？對啊。有來台灣嗎？有食迄粉圓牛奶茶嘛？是哦，我無注意到呢。那像是有哦，我敢若找着人誒村仔頭哦，正經。安尼你愛屠村啊嘛？等下哦，我來做一個飄頭咧。杀人还要诛心。这个嘛是迄个啊，好亲戚辈内面迄个啊。系啊，黄老爷，侥幸，阮兜伫咧倒，哇，找着，我找无咯。我煞毋知伊有来呢。毋知要起啥物？我找着，咩呢？这件衫足好看。你看啥？对啊，来看。然后我可能互恁看到一个。好啊。豆来。还是要买我穿诶？要互你穿。我啊，你穿。袂歹哦。你讲我遮有衫，你不会过来摕啊？
我以前我当时买到你要行过袂来，歹哦。哎呀，啊，啊，我袋鼠你看清白多，哎呀，咩？你进前伫脱秀舞台笑咱毋是国家，然后顶个月来算，下头分数败了了。social credit，还是 society credit，我说 society 还是 social credit，应该是 social。我记得是 social。有啦，你这嘛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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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our phone is ringing. Pick out the phone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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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按下。迄是啊哈啊好，我帮你放一下，迄就是对，Your phone is ringing. Pick out the phone. 你无看过？等下，我来找。我呢？我来找，这嘛我是冇看过呢。真好笑的影片。我看这微博的。亚洲人要理解亚洲人被嘲笑的原因。是，哎呦，我，Your phone ringing.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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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听一下。错者。小等的哦。这条路线。较等的哦，我过来。等一个呢，搁等一个呢。啊，找到，对这。哦，这书好看呢。嘿，古水呢？通做外套穿。哎呀，有，哎呀，我敢若无看到。有一书我嘛足介。来，今天的晚饭是红烧猫果肉，吃吧您啊！有点实在了，我要哦。是啥物件啊？我就是，所以考试亚洲人呀。无啦，考试迄新北国的人。哦。诶。迄村仔头我有做标记啊，那。对标记行就会找到迄村仔头。水来台人办会。等下。我咪一直传物件。好，你豆豆看，我讲30秒尔，迄真紧。哦，我较介意迄乌色即书。哦，这嘛袂歹呢。这有拍哦。你这不是越南的吗？飞了。无，毋是。无啊成尔，毋过迄是伫咧帮伊标哦，无代志。伫咧美国诶较古早诶亚洲人拢是地雷啊壳安尼。你是讲因讲诶 Q 是安尼吗？嘿 ，Q 安尼啊，个地雷啊壳安尼。金崩叮咚，真正有地雷啊卡。就进前，因为迄个做啥？是足古早，真古早就正常爱地雷啊卡。安尼是真古早哦。哎呀，真古早。毋过即摆嘛，即摆人做事嘛是地雷啊卡啊。嘿，嘛对。嘿啊。有啦，嘛是共款地瓜啊卡。系啊。哎呀，警察嘛是咧地黑啊。扫涂骹毋是嘛拢地黑。哎呦呢，扫涂骹嘛有呢。哎呀。惊拍个啊！我讲考试毋是人无，我无安尼。哦。我无。
无，明仔载我若拍无去，大家就知影。好，好然后我气啊！就看，安尼敢会想？敢有遮严重？我毋知，系啊，讲这严重，无啥好讲。虽然讲我无用因的产品，要过。反正明仔载无夜休啊咧，咱呢？有啥物？我紧要去录节目，啊，有啥物节目？你去对面代表录节目。台湾比赛，哦，有影比啥物比台嗯湾话？哦，毋过你即马对台湾应该是无比台湾话关。怎样比？你是讲公司吗？还是其他的？山东卫视呢？哇！山东卫视会比台语，到底是去比啥？我去比比 Apex 啊？都歹讲啊，真歹讲诶，毋是用我讲嘛无要紧国学常识啊，原来，我想安尼真正爱说字。对啊，真正是。有去遐比过，所以爱说字，应该是免比啥？啦。比啥？比国学常识。我哦真爱注意诶。啊，你有赢咁无？遐严重？无啊，无着名我。去啊，因为我是邀请的，哦，所以讲有着名无着名拢无关系安尼。系啊，哦，原来天然好用俗，啥物件？上好用。无你遐卡，毋是像，哦毋是像救人。我要求，不好意思，像我都做好用的啊。奶草好用拼第一。对，就是做事做拍拼的即种好用，无其他的意思吼。恁遐侪人下是咧下啥物？恁的心思，恁头壳内底是缀啥物？我无。起口啊，迄个好啊，哈，我明白啊，我是讲的哈。哈，我有型诶，上节目。无爱挠头。哈，你这破啊，这是厝哦就差嘞。你要起插头厝啊？袂烧啦，啥物烧？袂烧起来啊，袂烧起来。会啊，有人来放火就会啊。会该做纸啊。修厝吗？像咱个做纸都毋是我吼。无啦，那讲做纸，人放火还做纸啊。哦。我毋知影你想要起啥物型，我就学袂起哦。哦。哈？我继续去学下骹。啊，我知，我负责测查，你可能需要做者插头。嘿啊，嘿吼。这徛是旗啊，唔通放火呢。毋通放火。毋过即马糖有啥物作用无？我实在看无，因为学了介济，煞毋知通创啊。无啥小路用，要艰苦，无晓路用，啊，学规组转来，煞无效益。你讲头啊是啥物奇奇怪伊敢来怪的？当做避雷针，哦，重哦，重，佢会使做迄千里镜的款，对，会使。无你爱学甲有紫水晶，有迄，嘛爱迄啥，买玻璃的款吼。对啊，爱有刷啊，才有玻璃通黑吗？紫有啊，水晶吧，通去学涂料刷。刷着，啥？迄毋是玻璃，毋是玻璃迄是紫水当晶，修啊。哦，确定较歹你学。甲咱平常时也无共啊。嘿对。换玻璃刷窗刷门。你敢有听过放起某有一条歌？嘿。修理车，修理你，修理玻璃，足古锥的呢。修理你是安怎？因为伊即条歌就是伊爱的是伊的车啦，哦。原来的对象是伊的车啦。所以讲爱修理你。对。无迄阵阮牵手听着嘛会想讲哈，
修理你，哈，爱听这种，修理你，你爱修听这种相，感对，爱修理相，你讲得清楚。你讲得清楚，啥会黄修理？你毋知会黄修理？我才互你修理，修理车，修理你，修理玻璃，我听过耶。修理沙滩，哎，修理囡沙仔起来呗，哈阿嬷通买无？哈，哎，囡仔起来呗，哎，不行呢，有行呢，有行呢。哎，洗衫机。哦，这个网都歹，什么奥多拜？我有啊，讲派乌豆仔通买无？有啊，有。哎，我都歹啊，我前敢若佫有卖迄种啥物，哎，卖洗衫机，盐酸卫生纸，卖啥物？盐酸哦，我对对对，哦伊就是一台车拢卖足侪物件，看啊，啥物卫生纸、盐酸、洗地仔，哦，啥物拢有安尼。会四界走的古镜，对对对，你嘛真趣味呢。伊拢会去装卡，因为装卡啊，较无啥物件，无种啥物抽象啊啥物。哎，对对对，我嘛，四界走安尼。我真细站是嘛，住伫咧较远所在啊，细站细站就较细汉，遐无啥物干仔店啊，个发财遮会过来卖饼啊，卖啥有诶无调诶，哇，迄偌久进前呢？哦，我开始广告啊，开始讲过啊，我已经老啊，无法度，啊，咱老人会，真正老人会晓用。一个阿岁的耳仔无好，啊，一个老长的，你种油啊你？有啊，但老长的毋则好食着，嘛是对。啊，嗯，巴拉嘛爱老长的啊。哎呦呢科技可能真济拢是，拢老长啊，柳丁嘛有，柳丁嘛我想起来，柳丁嘛有。哦对对对，柳丁老长的。哎，老有老的价值啊，嘛是啦，那老啊，迄请饼真方便，毋是要请，迄台车毋是要请饼的，迄毋通请，毋通请饼。请饼都毋通输，啊，惊输就莫无好，去，但是听着米露直接飞过来直接飞过来。啥米露？迄无毋对，咱听看，老公老过波土豆无毋对，歹冰箱、歹电风、歹囡仔，歹当具体，歹人歹心肝拢摕来卖。这有笑亏呢。若真人真袂歹，安尼讲，我会真会笑。哎出来，哎，阿嬷起来呗，翻呀妈妈跳，我无法度，我无。阿嬷派去起来呗，阿嬷歹伊遐断伊歹势哦。向是一路，搭一个一路，你是问讲一路是向还是向咧搬一路？啊，是一路上，我遮有人问讲向是一路是向咧搬一路，还是向是一路这项代志？歹囡仔摕呗，歹囝无人要买，歹囝单调向，是一路，无啊，迄伊向到一路。歹囡仔的器官毋是歹啊，哦，这真歹真歹，北来通，歹囡仔什物？器官歹囡仔无歹，北来还袂歹，所以白白摕去卖。系啊，伊讲个油脂哦，腰子啊、肝啊、心脏啊，好就是笑哦。北来通卖，北白去卖。对对对，等你感觉家己做无价值的时阵，你会使，你会使阁想一这个是个，看你的油脂就大，你腰子通卖偌济啊？你的油脂就大。十外班应该会使吼。唔那我吧袂，知，敢会到百万？规身躯加加的，你就买50万吧？无超过，超过？真的吗？你哪那才内知？行，啊，你哪？啊无进来查黑市行情，
你敢查有？这个我看，你找有？这是器官行情，直接查哦，小等下甲你弄问。哦有啊， FBI 啊有啊，他懂啊。殡葬11万美元。哦，美金，啊，美哎，心脏较贵啊。干啦，你的药剂就26万美金啊！哦，你知道那边美金，咱逐个人拢是真有价值有的。换新台币诶，我代票对你就规身躯加加会超过1000万。国家30倍， 481万新台币，你的肝大概是460万台票呢。关400多万，那我台湾但不少呢。新台票是400多万，亚洲人的肝都卖不出去啊心！中会当花个4000万呢。心中会当花个4000万。无啦，中可以当经三地哦。你敢有想过，咱地亚洲诶，肝拢袂够啊！系啊，啊，欧美的药后面较青，较有价值，较有通用。救人。阮较艰苦命。规身躯袂通破400万，400爱算少，算少。主要话油脂的糖尿病患者，一袋油脂平均大概35万美金，换做台票是1044万。哇！若讲换做上悬的计数，一个人的价值会当上悬会当到4300万美金，再有一个人12万点几亿的新台票，哇！差不多13亿，一个人会当买到13亿，毋过开袂着啊。系啊，系啊，无怪中所以这样讲吗？所以歹囡仔起来比，太囡仔摕来无卖家己，对，卖别人。这敢会当讲吗？诶，无怪中国之前有一个学生讲感冒尔人就无去啊。啊对，迄拢互剥掉啊，拢摕去卖。系啊，歹囡仔。可能嘛，毋是歹囡仔。迄毋是歹囡仔，迄普通囡仔就通买去啊。系啊，大概所在迄个状况无共啊你。这品相连我们都不要啊，切！毋是安尼，我也不是安尼讲诶，救人，救人。狂气向西。各人担吼。我无讲。迄拢我要紧，我若明仔载拍模去，大家就知影。嘿。遐好物件斗起来，我煞变到安尼，嘛是有道理。规个人无啥价值，毋过拆掉都有价值啦哦。嘿，有诶物件拆开才知影有啥物料。嘿对，我无了。无一定有啦，拆就知影。你敢无？嘿啊，有时咱拆白仔包嘛是啊。哎呀，拆了才知影内底有啥物好料的啊，若无好料的嘛是已经拆。系啊，嘛拆拢拆。嘿，嘛已经疼。冇用安尼嘛，咁样呢？对啊。无鱼虾嘛。多谢。恭喜您儿子身价被翻倍了，亲。好救人哦！我唔是安尼。敢袂当安尼？我是毋知，安尼应该是袂使啦。袂赴啊，拢已经讲出来啊。大家当做无听到。啊，这因爸母该欢喜。诶。咁样呢？无啊，伊钱也无互伊啊，你去还。系啊，钱是医生趁去的呢。系啊，迄毋是马哦，迄是头哦。迄是系啊，迄是头版呢。头版嘿。人头版过节就已经受气啊呢。系啊。啊，你现在也有人头版的。人的器官。这敢袂使算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，毋过是内底在，内底较有效，外口，有内在。
是我内底去了材料。内面互恁处理。哦，你讲厝呢？你哦，内底哦，嘛会使呀，嘛会使。耶，内装。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对啊，层剥开我这样帮我去学刷的，你会我无过发现了。你会压抑。我不止一张走线绿卡，唔对哦。啊，你是要小玻璃啊？差别是啥？哎呀，好，走线绿卡，走线绿卡是啥？我煞唔知。嘛是一种千金散去散钱，毋过袂阁转来你的身躯边安尼敢对？毋知影刷伫倒位，我找。所以我懂得哦，无要紧。你懂得哦？好，我懂得哦，我找着有。我要创啥？我无路用。你我谁？你我只能。要紧，我想看觅，看会当创啥？你其实嘛，敢若一楼会当，嘿，我嘛毋知你会当创啊。我甲面床搬过来，好啊我是迄个搬厝公司。搬厝公司嘛使。走线哦，坐桶啊的意思我捌啦。哦，坐桶啊。嘿，走线叫坐桶啊，干嘛呢？原来是安尼。古人诚不欺你，对啦，嘛是啦。大家拢真有价值，毋过是爱拆开还是做起来，就毋知影。哦，有的人是做起来较有价值。对。那有人是拆掉才知影价值伫倒。哇，咱今仔日讲话那拢遮危险啊！敢袂？你毋是讲爱愈开愈危险？哦嘛对，好，安尼我真多谢大家。水啦，多谢大家。咱就摕刀来写无啦。摕刀来写背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啊！你咪摕来，咪订来写嘛？耶，咱有面床坑。面床就爱加枕头。枕头，伊是一组的啊。安尼，敢就是双人枕头？剩我一人。我是想讲，遮原本的歌。今嘛无红，为什么有一个是红色，一个是白色的？白色的。你讲眠床哦，眠床原本红色的是别人的啊。无大啊，你会使甲因为咱甲人的眠床摕来用。嘿，人服务无遐好，包容者。互阮头体已经袂歹啊。佫会使摕火染色，所以不要紧啊。对。若要染啥物色，则家己调。当染色吗？会使。哎呀。你甲火磨做粉。嘿。对。哦，我现在刚刚那做歹。啥物做歹我？啥款？等下，咱国你。你敢考着？我讲会使，无我原底叫是你甲挖掉，是要放迄个啥玻璃。哦，你要镂空哦。毋知影敢会较好看，可能嘛袂啦，我是毋知。做起来有对价值，爱因斯坦、达文西分解有价值，哇！毋是安尼啦，莫拆开啦。我要讲一个地狱梗。请。我今日想着。或者是你讲的。毋过这用国语讲。嘿，无要紧。你讲。这你讲。你没有办法推翻霍金的理论，可是你可以推翻他的轮椅。哦，莫安尼啦。好哟。超歹呢。真正毋通呢。做伙落地个。你来定心安尼做。了解。拢这拢无啊。毋过讲一个无路用的知识，就是你敢知影爱因斯坦伊的脑是切做几若地啊？人烧嘿，有可能要收。有人咧抢。啊，讲有一地有一片，毋是一地一片伫咧，都是博物馆的款。哦，那像是有啥物？
因为要看讲伊头脑内底到底有偌大粒，还是有虾米干吗？啥物料？对对对，有啥物有啥物较特别的所在无？跟我共款头壳底赛，这有水流吗？无呢，无结果。确定哦。感觉讲，那你迄个我咪讲讲着头。我来看恁的，恁去了安怎？Bro，我今日轮椅真足重的呢。确实是安尼啦。像我无地带哦。伊迄个，你毋是我讲的哦。伊迄条椅啊，毋是讲几来用？啥物椅啊？轮椅迄个会使行过，会使讲话，迄轮椅。系啊，真贵啊！毋知影倒位才买会着。我想到有一个轮椅的品牌是 Karma， 伫拄吗？敢伫拄？哦，恭喜！我来。我倒位。敢楼顶？楼顶。楼顶等楼顶点倒，楼顶爱位外口行。阿舅讲，即摆无法度塞人的轮椅，只能推他的骨灰坛。人嘛无一定是用迄。系啊，应该是小气啊！我那伊毋是个活的吗？个我有咧烧。有啊。哦，毋敢若大有烧啊。你看伊，我会求伊使无？哇，有烧嘛有用台啊。我想顺不是，手啊。那个活的为什么该烧掉？无伊过用啊。啊？伊过用偌久啊？系啊，伊过用几多久啊？久啊。不要紧。最后这啥曼德拉效应？对。有人讲伊话的，有人讲伊巧的。我知。伊哥俩无死。迄是真正无死，迄无共款。安尼我别讲，莫讲话，我是毋知啦，因为只要无啥好去整。虽然讲我电视拍开嘛是看有伊。对啊，毋是讲伊即摆有选总统。伊台湾嘛选，美国嘛选呢。毋是有人有做迄图？哎呀，结果诸葛亮赢啊！伊当选尔。票投谢欣达，台湾会发达。系啊。不要紧，袂无伊。这应该袂啦，袂。一定嘛毋是我讲的，袂要紧啦。我真是2018年过用去，对，嘛已经6年啊。伊伫外球开啥物歌舞厅。即前日迄个。你是歌声学着啦，嘛是啊，歌舞厅对歌舞烧着。伊哥俩的歌听少。即讲 Michael Jackson 嘛无死，伊去搬迄《鬼灭之刃》啊啦。对啊，伊搬上尾啊的。你讲迄舞台嘛？对，伊搬上大尾迄。这角色真适合。但是其实即出我无看咧。其实我也无，啊，毋过图是有看过。会使看。我无看过，但是人大概知影是啥安尼。会使看者看卖啦，袂歹看，算讲袂歹啦。算讲袂歹啦，我会使安尼讲尔。我最近咧兴 Chainsaw Man。我嘛真介意，毋过我第二项还袂看。伊出啦？迄袂吧？出来。无迄那个啥？我看网络放假我袂看册迄放假毋过伫咧电视电脑迄我煞还袂。我嘛看袂完，我即摆咧看啥？我即摆伫咧看《拿鲁托》。拿鲁托然后拿鲁托我看。我已经结束偌久，我即摆才开始咧看。伊之前毋是博人结束了吗？已经结束啊！迄是啥物？无听过。博鲁托人讲无，因囝讲无看。无看。系啊，人讲无看。我是无看过啦。因囝了尾囝。阮迄阵伫遐要结印啊啥？
有一个就是什物艋舺一个基地啊，啊，这啊边敢若有，有，嘿有，啊，伊现在是毋是足侪艋舺？嘿，毋过拢台湾的，哦，嘿，拢台湾的，台湾的安尼会使啊，我足爱看嘿，会使去台湾艋舺。会使去看一下，迄伫咧转运站附近尔，行路就会到啊。嘿，对对对，我之前有去过一摆，安尼我要去。好，袂歹，遐袂歹，遐佫会使食咖啡咧，哦，真诶啊？对，哦，因为我即个月要去台北，我即摆咧看我要去倒位。会使四界踅踅溜溜的，色色嘞，嘿。李小龙嘛无死，伊去演老鲁头，然后小李甲迄因老那边很小师，李啊，嘿还有无鲁头一摆毋是原本两个会做者话，嘿我知，毋过人拢毋过后半部分是伊接手来画啊，真诶吗？嘿。boruto 后尾是收尾的部分，应该是原本老鲁头的作者画的伤惨啊，爱救一个。嘿，爱救一个，无大家错甲。你敢有看过波九几一国哦，无呢，宝石之国？有听过无看过？我感觉我有看伊的，我有看过伊的动画，但是放假无看，我是要去看。我有看过因的 cos，嘿，得下，嘿，我嘛有，我辛苦被朋友嘛有搬因过，搬因的角色过啊，cosplay 啊，哦，哦，嘿我知啊，我嘛看过啊。绿车要讲，叫你看鬼灭，甘愿看，搁看一摆《辉夜姬》甲啊，敢有遐歹看？我感觉还佫会使啊。我感觉我无要看鬼灭是一个，鬼灭还佫我无感觉伊无好看，伊我是因是为收尾有淡薄仔伤无聊。应该是讲我是因为人的原因，我无去看迄次。人迄原因，你有啥？我感觉因的鬼灭之刃年龄层较低，嘿。我知。了解这种感觉。我知，但是我是迄种，你若讲即出足穿的时阵，我袂想要看。我嘛是，当你穿我比较无穿的时阵，我会看。啊，等伊就是已經白火啊了，我甲你看。那就无朋友啊。毋是啊，就是你穿的时阵，毋是朋友的问题，是大家拢伫咧看，就是你四界看拢看有诶即款，所以我无啥爱。我想讲，因为我会感觉讲，我就是等伊无遐穿的时阵，我我再来看，嘿啊。嘿，因为偷偷哦。你家己看的感觉，和大家做伙看的感觉有淡薄有差。对啊，就是有差，所以讲我会较想要家己人。试过呢。你讲试过啊？设计拍摄，应该是敢若怪怪，肺嘛怪怪啊，上怪怪哇，上怪怪哇，那会讲招型，等下毋是，这两个是，人伫咧讲，恁两个到底是安？我嘛甲讲一摆呢。妈，你互阿慧画着，实在。嘿，但遮可怜。哦，实在，人咧讲作品，恁是咧。为啥物怪是怪怪？啥物怪怪？角色怪怪。怪是都会怪怪，我毋知呢。倒一出。鬼灭之刃的款。啥物物件？我无研究呢。角色。鬼灭之刃角色怪怪，我算无啥去注意讲因角色都会怪。大正时期，我只有注意因的粉丝怪怪。嘛是啦。因的粉丝怪怪是怪怪，还是无，还是无。无，我甲你讲，为啥物我会做这样？物件本身就袂当讲，
你本身就袂当用，就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去看即件代志。迄是因的世界，甲咱的无共。系啊，因为世界甲阮正常的是无共款的。穿的部分哦，迄作者有讲，迄原本的穿是无法度刣，佫有大正时期，迄穿无讲介好用，所以讲无啥物人伫咧用穿咧。听我说，这个比刀还好用。有人听我说，这个比魔杖还好用。有影。我在哪里？我伫倒。我伫倒啊，有啊。所以讲，尾仔有穿是因为讲，迄穿是较特别啊。那其他时阵要用穿，会伤贵。除非讲伊画是迄种，伊画是历史的，就是历史相关的放假，才会去找讲伊迄个时阵的历史是啥物款的。所以讲你你有人去摕玻璃吗？就一直讲。你有恶刷啊？就是看伊的。我等下，嘿，我手未空，嘿，请继续。因为世界和阮世界无共款。系啊。我讲过啊。来，请用。讲完摕刀啊，重复，然后讲家己是即侪人，这无法度啊，这就因若无安尼做，就无法度看啊。树仔内面是毋是有怪？有哦。伫我附近，无要紧。我嗨！无要紧。我要跳啊！我跳啊！并不是掉火啊嘛？为什么个当攻击人？要不是啊，一个要跳伊，所以讲要叮当。像你今仔日若迄有人掠倒啊拄你嘛是可以当叮当啊。你犹无死头的时阵，未真正凉。等咧死犹未死。未死。一个会喘气的时阵。对，要有一口。所以敢会喘气。上哇！有够烦！爱几届，爱来几届。好啦。无啊。无安怎？我毋敢讲安怎。我无讲哦。我讲遐怕。无啦。刚刚有啊。有。这互你食。哇！我继续。哇，有毒的呢！我上爱食这。乌头乌蹄。你无中毒？因为我已经存一架。那好呀，遐好呀，遐有地费恁啊，推广袂开，应该是无多款。这我唔知哪是嘛。啊，真济还是精济？我听了真济，我实在惊到呢。阿哥真济咧，看恁个。你搁听阿哥真济？啊，我有穿衫啦。你有穿衫？我是讲迄个。甲是有穿衫，我知。我讲哇！到底是在讲阿花？我毋知阿花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讲啥事？袂使啊，袂使啊！水准呢？这无代志。我想到，我有一个阿伯嘛，号做阿花呢。哈？总是要讲你有一个阿伯咧发屎。屌！毋是，我真正有一个阿伯，敢若号做阿花的款。敢是，就是较古早的人号名，就是会去算讲欠啥物元素就报。对。嘿对，就是即款。安尼我应该叫阿钱。阿花伯。安尼我是阿钱欠钱。
那我爱叫阿钱啊，大家拢阿钱，对啊，大家拢欠啦，都欠钱，对啊，命中欠金，所以我会善食一世人。哇，哎，凄惨哦！凄惨悲哀啊！我叫钱无爱还好啊，阿钱无爱还，欠钱无爱还。他们就少钱 Mary，少钱 Mary，少钱免利我知的，我知，免钱，免利个免嫌。有记哦，嘛有一只足够借钱的，青眼借钱龙。谢谢谢谢。我识到 Pokemon 嘛有一个笑过，搁有哦，Pokemon 嘛有哦。借你借你哎，呀，杰尼啊，那个还有，我要甲杰尼哥借钱。真讲，哦不爱真讲不爱。哎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因平常时讲话都是，哎，杰尼啊，皮卡啊，甲杰尼哥借钱不爱。无两面讲借你，两面钱拢无伊，嘿，欢喜干咩？听好笑甲足欢喜的，哎呦，听得笑，有好笑吼。哦，今日在讲，等下，没有吧？哎呦，哦，互我唱我今起来。日在甲董二讲，霍金迄个笑过时阵，所以，伊迄阵等诶，无，我咧看 A、B 两个董二咧讲，一件咧讲这个笑话啊。C 伫边啊，我毋知。伊迄阵拄仔咧啉饮料，伊饮料有伊个鼻孔冲。你讲做几济哦？我讲霍金，哦，要我想讲做几笑出来，就真多少霍金咧笑出来，这实在。对啊，你像是笑到水拢冲出来。有诶面哦。哇，要大力掉！我鼻孔冲。救人啊！这是咱军目笑煞袂，我是讲还袂出声。咁样个伫笑？哦，你有这有恐怖呢？啊，真嘅，我上下算这。无你感觉，就是讲，有哦，人讲迄种反派笑声，对，哈哈哈。我应该会使去。我即摆半暝安尼笑到阮老母起来甲我呛。哇！安尼敢？安尼敢无问题？看刚好，笑到一半就笑袂出来。笑到一半要用哭的，用口喊。你阿母伫你后壁后头就会多。咱这指导是要创啥？真好，你笑声真奇怪，我都笑到像哈，这嘛无讲解，卖，这里写个卖，无讲解好还有啊。色差。哦，我是无聊才安尼变的。哎，我来去跳跳。啊！这嘣啊，无伊。啊？连刷别拢无会啊。无会好，安尼我嘛来。你讲好。安尼咱来分面团。好啊。啊，他把蹦。分冰层啊。系啊。好，来分者。我有摕到一蕊花，会使捏一个黄色的，啊，大家选一个色。头拄仔箱仔底有红色的花，不过我想要找一蕊蓝色的。诶，好，咱即摆已经有红色的面层，然后两个是白色。然后邻居来吹啊。什么冷气来吹？厝边啊，不要紧。咱厝边不了来高官哦，真热情哦。热情呢？哎呀，
多谢恁来啦，多谢恁来啊，爱四岁炸礼物啦。啊？啊！无我咧甲公司哦，咱会厝边啊，咱的好处边哦，送阮肉干，肉干，哦，好咧呢。还有搁一个会放的，会放的厝边来啊，讲等下。要送炸药诶我是，要食肉干。哦，无代志，食肉干好啊，肉干，肉干。但我头拄仔要创啊，我煞袂记。哈哈，你要找哪花啦？啊对，我找找回。我香气的红花。哦，即条大概较无听过。我来找看觅啊，我搁有啥物？我第一歌顶多敢若听较少。我较爱听较新诶，像的歌。美秀集团一只鸡，哦，一只鸡我知。我哪无听过我。因为伊较早期诶歌，大概较那会雄雄，那有这雄雄爱小拍那呢？你气着？会惊会惊会惊。会惊。唱了一声小精灵呢。啊这会惊。哦，有无代志？迄才是小精灵，阿光，阿光，你是小精灵吗？迄敢毋是啊 Pokemon 啊？那是对啊 Pokemon。然后是我可哈哈，我最近有算，阿光哦。哎，这两只那呢？哦哟，吼你拄着两只，你就袂当两只小崩。哦，无代志。无好笑，好。啊，什么？好，无我讲你若拄着两只，你就袂当两只。对，我顶起来，我硬起来，我硬起来，毋是顶起来，晓晓，煞讲了毋对。等下，那有人伫困。着伫先困啊！你要咧找你的花对无？哟，爸，我要找花。好，咱生有你知，你想我煞无听过迄条，我实在见笑。哈，那个波，真是等伊找着花，就算咱这张关台啊，应该是会当，但是伊找迄个无呢？面层拗好，就算是完工安尼。有样啊呢，有样啊哦，嘿，户型中啊，呢，嘿，真远哦。有骨头诶，也是咱用骨头糊来生一下花，啊嘛是会使呢。系啊，安尼就看敢有你要爱诶。两只样啊呢。哦，等下我要安怎创？我要安怎创较好？等下我高兴。食搁食羊肉咯，毋通啊袂时节得袂到，差不多啦。嘛是吼，11月啊，我有找着一个，嘿。我搞，等下我摕草来干声者。够啊，上棒请。我绝对想诶，哦，水啦！所以，哇，我感觉我有愈来愈高讲笑啊。对，使，袂歹。还家己报。为什么雄过海？哦，我毋知。哎呦，你当进步，你补当补喙空，通好来食。对啊，差不多啊。哎呀，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啊！对啊，你敢会？这个人敢会使？你爱设计呢？危险！想是我爱说你，对啊，是你爱设计。不过我这嘛有放出来呢。我会惊啊！无也是我较想，我会想无。无，我是同一样的。哦，这拖真济呢。哇！专门你是要来困啊？我天要光啊！我们怀念你，我们怀念他。我们怀念你。俩拖啊，个别俩拖啊。真系有一只羊啊，伫树顶说无爱过来。哎，有拿花，我种出来啊。有拿花好，你会使转来。感谢。等下我牵两只羊啊对。对。
对，对两只羊啊，是牵两只羊啊。牵两只羊啊，对对对，对，对安那无啊，对我会听就叫对啊，对，我知，系啊，我有一个朋友顺嘛，或者安手牵羊，毋是无共，无顺手，嘿，我过来甲因声，再会使过来，我使。哦，你咧看羊哦，然后咧看羊啊，保了光200斤头来钱走线，十里无换金价头。哎，侥幸等下，你伫对，哎，你敢知影？阮恭喜国文恭喜恭喜，侥幸侥幸，你喜欢等下。国文考卷的内容，等下，好像恁敢会使来救我？小等呢？你是倒一个方向啊？乐色还是无乐色？牧场遐看者看个者看者啊！啊！我羊啊！哦，馆长，用接力的。等下，我羊啊是食啥？冲了，你食嘛是甲牛共款，甲牛共款啊，专门牵羊，毋是啊。麦爱啊，滋味，麦啊，麦啊的，啊个麦个味。啊羊啊，我麦啊地拢啉白白的。我来，哦你来啊，我来，搁一只看到白一只白毛一只，死落伊，死咯，过来，死咯，过来。因哪是？你嘛来看为啥物我会不清楚？干嘛呢？你负责看好，我来。阿官甲你保护。好，我来帮你挖坑。我康买啦。哦，羊啊落啊，无恁先考起来，嘛会使考很大。啊无，我会记你有哇？哎，你伫遐等呢？我敢若有鉛笔，对，我咧控制伊我一下看距，离。你在调整弹道。等了啊！迄拨落。有空，啥？我头壳有啊。你太甲我愈来愈像。无嘛是安尼。哦，你今日食着我的喙烂。顶回听着讲，食着你的喙烂，真正现在大家遐紧张，阮水喷出来。啊？为什么食到伊喙烂？我大家开始咧攻击家己啊，所以讲再讲着阿慧，食着阿慧喙烂呢。来，吃。我来，我过。来，过来，好搞，好。哦，是讲，哇，水。哎，这水，尻川两大腿。哦，伊伤济你输气可以。哈，现在要甲拍。哦，你伤济你输气，你的输气会卡住。有2只个。好。安尼我去拟名城。你这。这两只羊啊，即摆是啥？你敢知是啥？是啥？我毋知，等下，我等答嘛。这两只羊即摆是啥？等下哦，我送你一蕊花。哇，遐好！你有啥拿色的？对。你想要来？我是讲你要送我花，哇！我还未收过人送的花呢。哇！你会偷一摆？哇！对啊。你伫倒位？我伫咧，食，你我伫听你等，我来啊！快叮当，我来啊！来送你一蕊花，表达我的心意。哪色的？哪色的？我的心是哪色的？甲塔裤同款。塔裤的花是哪色的？伊是花，不是心脏。伊花呢？没有是讲花尔，不是心脏啊。心脏内底都有花啊。嘛是啦，对吧？有人送花互我是真恐怖的代志，嘛是啦。就是嘛对呢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花算我怪我无收过。花算是这个生囝的器官嘛？哎呀。我
歹势，我在看台湾漫画基地。我想讲，我想讲，我想讲要去看，我是都想讲，你有想要漫画爱看讲的。小心总是变没人。哦，有啊，哦，哦，好，我真是黄色的，有机会我才改做绿色的。你绿是茶头拄仔讲两只油啊，即摆是啥？我想要知影，我要摕着等诶。我伊是有笑开咧讲啊，哎呀，我是讲，啊，敢袂有等，若无等，我会困袂去呢。好，伊就是要互你困袂去，你就家己记条条哦。心机有够重的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尔。这样心机就重诶。好啊，来等，我会当来哇，就在台湾漫画呢。我，结尾啊。你有当伫遐看几工啊呢？呀，敢袂使看，我煞毋知，我袂记得。咱咱若会今日使看，就应该会使看几工无要紧。无啊，我要去总统府遐敢有漫画诶展览嘛？我嘛要去遐总统府遐，看下者。来总统府有食牌啊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差不多啊。多啊。呀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安尼咱今仔日就做一个结束。好，好啊，多谢。多谢大家。其实嘛毋知影要讲啥，就讲多谢。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。嘿啊，啊，今日笑我就忝诶。对啊，有影笑到真忝，爽，真爽。笑到淡薄会枵。后一回若有机会，搁做伙来，搁做伙来，系啊，搁做伙来联动安尼。好，有机会就当然等你做伙来算啊。对啊。系啊，好安尼咱这老人会今日就到遮吼。哦，等下我搁等这两只油啊，即摆是啥答案？我想要知影，救人哦！免困啊！即摆这两只油啊是啥？我唔知啊。好，不要紧，你可能你食油啊，毋是其他吗？忝的就先关台，不要紧。等下，嘿，我毋免关好，无关台。啊，要等答案的，会使继续我讲要等。等，我想要知影。这两只油啊是啥？你咧找油啊嘛是安怎？无啊，阮甲油啊关起来啊。啊，毋过啊，即摆找无油啊，无，即摆是讲啊是安尼。我嘛毋知咩。已经是找无迄个答案。嘿，嘿，伊咧等绿窟车吼，嘿，就车伊我来，还袂出我来。来去看一下。伊咧看伊的台。这两只油啊，即摆是啥？你敢知？我毋知。即摆因两个是啥？我来看一下啊。因两个即摆是啥 ？Tell me, tell 有够过 me。分呢。我只是想要一个答案尔。迄个世间有两种人，互我上倒弹。你看，伊甲你讲暗暝，伊无要插你。无要甲我讲答案。对啊，咱这世间有两种人，互上倒弹。头一种就是话无讲好了的。第二款咧，伊有甲你赢咧。伊有啊。老话互食掉哈。若会使，若安尼你会使加本数伫咧头前。若讲有人打火扫一定，毋是一件足恐怖诶代志。为虾米？因为我嘛算讲一丛啊，所以讲有人送火就是伊甲伊生囝的器官切落来送互伊安尼。差不多，真尴尬。哈？啊，火是生囝的器官啊？伊哦，看无。我知影。嘿嘿嘿，这么多。甘忝嘛？大家拢忝啊。伊迄是答案吗？毋是，所以答案到底是啥？哦，但袂互食了，敢会使去阿火遐留者？我只是退去，嘿，袂互食去。无有人会困袂去哦。嘿，我真正会困袂去。
嘿，你敢忍心？我是忍心啦，毋过，诶，难嘞，有包含我直接拢恁遮诶即款等。等下我来看一下，你嘛是即款啊？啊，介意讲虐待啦，是啊，啊，够变态的。哦，伊讲社会咧迄是饲诶动物啊，哦，我捌啦，了解，我捌啦，我捌啦，我了解啊，伊我即摆有伫度教嘛，讲啊，伊即摆有答案啊，嘿，我等着答嘛，然后我伊诶真细，真生嘿对，甲人共款，这敢是歌词啊？嘿啊是我数孟德尔哦，孟德尔诶，孟德尔遗传哦。哦，传学，这歌词这这敢若歌词呢这是歌词哟。伊讲诶啊，伊哦，讲是 traveler，哦，就互我变做一只，诶，哇，这爱播者应该都酷的，这我无听过呢。个学着啊，个学着啊，我实在家己歌听无介济，不要紧，永远拢还有机会。哇，道具水，你想要互关起来？啊，我哪会红几？我哪会晓晓？毋是讲啊，你嘛变做迄个，原来我才是迄个精生。哇，等下，啥时阵起火我煞毋知。人骹手足紧诶，哇，你还真咩呢？诶，我敢袂使喙。你出来，等下哦，等下哦，我紧试看觅。我甲你斗听。诶，你跳跳毋得好啊？嘿，无啊，我想讲，拄拄安尼，我敢袂使跳出去，他多安尼话看起来讲，伊有看起来应该是袂使，嘿，你当顶面是喙的路拢无。无伊啊。你看我骹手话咩？哎呀，想不啊啦，我实在好，安尼咱好，通来晓啊。对通来晓。哎，你是讲倒一种？所以答案是啥？ game 内底也是？哦，答案就是当然就是红社会饲诶真细啊，嘿啊，当然就是这样，那毋对说，我当做是笑诶，无，哦，是啦，这是种定真诶。那这结果是艰苦你讲诶。伊你无算精细，你算韭菜。你讲诶，你讲安尼诶，会使，安尼会使，我这是最大呢，安尼听众有哈，哈。有哈，来安尼好笑，安尼好笑，我不要紧。你还是用可能，诶，你是要去倒位？啊，无，我看顶头有啥尔，哦，小参观者，好，拄好，好，来困，哦拄好，刷。哇，今仔差不多就到这为止。诶，足感谢大家来捧场。袂，诚久无算安尼无参任何物件诶程度，所以讲，嘿啊，上完美诶，好食。来，好一人分一半，哦，这感情才袂散。感情才袂爽，有影。分骨头安尼敢好？会使啦，好，嘿，嗯，暗暗，阿曼，来按拜安尼我嘛关台啊，多谢大家来。感谢我啊，小机会，探一有机个，会再来。嘿，我